哦，安尼看到画面无？有啊吼。无看到。喂。民俗彩虹。是对，我唔对吼，好。好，安尼我甲画面拍大吼，啊开始咱。好，安尼画面甲声音拢有听到吼。好。来，各位善男信女吼，大家高赞吼。高赞。咱入面呢要介绍是台湾的民俗啦吼，台湾民俗啊。讲到民俗的时阵咱若想到真侪人想到民俗，拢想到负面的印象吼。那到底啥会是民俗？槟榔西施有算民俗无？有呀，咱来好好保存呢，佫爱发扬光大吼，嘿。著问明白是毋是民俗？全世界吼，我台湾人会半暝三更走到王法堡要逼明白啊嘿。这毋知有算台湾民俗无吼？来，那所以讲，首先呢，咱来看卖吼，到底啥会是民俗？民俗是一个民众伊的生活公约咱伫学校内底学生拢有所谓生活公约啦这民俗就是咱共同遵守一寡规范比如讲咱台湾人订婚都爱送大饼外国人也无什么订婚啦嘛结婚嘛无咧送什么大饼伊是送糖同齐讲食营养过年爱分地钱这就是咱的一般遵守的公约咱定讲日景随俗日景爱随俗。你去到一个所在，就爱对迄个所在风俗啦伫讨海人的厝食鱼听讲迄鱼袂使共冰冰啦鱼若冰冰会安怎你捌听过无？冰船。对啦，讲冰船。是真诶假啦？我嘛毋知。无你甲冰看卖，你若冰鱼你翻鱼它就会翻脸听讲伫迄个戏班什么歌戏班啦、布袋戏班拢共款，袂使讲蛇，要讲啥？爱讲溜。讲溜对，讲溜还是讲 snake？ 蛇。听讲新郎甲新娘袂使食家己的大饼，捌听过无？食家己大饼会安怎？李延。无遐严重，食家己大饼会变大箍，因为高热量，迄热量真悬啦所以袂使食家己大饼。民俗的解说你若食家己的大饼会甲家己的福气食了结婚的时候请人客，食到一半亲家爱离开有人知影无？倒一个菜，袂使共食到到。菜都爱先离开。对。所以讲你若看到鱼出来，就爱离开所以一般咱若请人客，结婚请人客是，迄鱼拢放喺后壁，袂使放喺头前，袂使第一道菜就是出鱼安尼就免食所以呢，鱼拢会放喺后边袂使食到上尾一路。若无代表食够，表示恁即家伙有够过分的啦讲食够啦好即个高丽这袂使送规家的肉粽。你若看规家的肉粽送人，表示因兜安怎？有丧事还袂对年。对啊，因兜办丧事再送人规家的肉粽啦若有你的同事朋友安尼300家宴会送你规家的肉粽，要安怎？加底加料加肠，加肠就毋是规罐啦，无就咱摕10块互伊啦。加买。表示我是甲你买。好，若送毛巾，袂使送毛巾，送毛巾表示安怎？长咯。送巾长巾啦咱台湾呢，伫个别式的时阵才送毛巾嘛，所以是袂使送毛巾好，过来呢，参加个别式袂使讲再见，讲再见就是一个死无够，两个死来斗，再见好，那这个说咧，咱来看卖民俗伊的特色。民俗伊有啥物特质？第一个普遍性，所有的民俗拢是安尼，民众约定俗成，这是讲约定俗成啦。约定俗成就是讲，伫默契上约定所以这个民俗就形成
哦，伊是一个集体行为，共同遵守的规范，哦，普遍性，大家拢安尼做，哦，咱台湾囡仔若拍着惊，拢会去受惊，袂送去病院嘛，拢受惊，哦，若迄个要结婚啦、办丧事啦、要搬厝，咱就去经一个好日子啊，哦，即一般的民众拢会安尼做，吼，台湾的民众若讲生囝了，咱就做未来，嘿。外国无咧做未来啊，我台湾人咧做未来，吼、生产了爱做未来，这就是咱共同的民俗，吼、有普遍性，但是伊无强制性，吼、强制性，这个高丽菜会使买白肉粽，冬节会使买食圆啊，这无人会甲你强迫，吼、但是呢，上好是甲人共款，你袂使甲人无共，你若与众不同呢，迄可能会人会感觉你足奇怪，讲。7月半要结婚，后个月7月半结婚当然嘛是会使，但是哦，你若讲7月半结婚哦，人会感觉这人怪怪，吼、亲戚朋友收到你的红帖啊，讲吼本人定7月半要结婚，大家感觉你足奇怪，吼、结婚呢咱拢包红包，你若要包白包嘛是会使，但是效果不堪设想啦，吼、若即个老爸生日。请一个五子靠旺，人会感觉这个人怪怪，吼安尼所以讲这个普遍性是讲大家拢安尼做，你上好就是安尼做，吼若无人会感觉你迄个社会行为异常，翻成白话文就是笑的就对啦，安尼民俗呢，第二个特色就是传承性，所有的民俗呢拢是代代相传的，所有民俗拢代代相传，文献无记载，法律无规定。课本嘛无甲你教，但是大家拢知影，大家拢知影哦，好，那听讲话袂使用手机话，无会安怎？挂耳啊？哦，会叫耳啊，会叫月娘挂耳啊啦，因为你看吼，迄个月初啊、月底时阵诶，迄月形吼、月形状咧，拢甲念历啊共款啦，所以袂使用手机话，无会去挂耳啊。课本顶外也无写，你哪会知？爸母讲。哦，恁爸母讲的哦。恁爸母哪会知？因爸母讲。哦，因爸母讲。阿嬷讲。哦，恁若讲恁阿嬷伊哪会知？做讲。阿做讲。恁阿做。阿做讲。对啦，所以这就一代讲过一代嘛。所以课本顶外无写但是安尼，迄拢阿嬷讲的，阿嬷因阿嬷讲的，阿嬷的阿嬷讲的安尼啦，好。讲吼红包袂使包起来，这法律也无规定啊，吼，但是你包红包的时，你就是袂包卡数，对无？吼，囡仔讲袂使食鸡脚啦，食鸡脚会安怎？迄是因为恁母啊，家己爱食，就讲囡仔莫食。好，这物件呢，法律无规定，课本无甲你教，但是大家拢知影，这传承性，拢阿嬷讲。本来呢，民俗呢有变异性，变异性就是讲吼，所有民俗拢会随着时代改变，有一寡民俗会失传，有一寡民俗会做改变。比如讲清明扫墓的时候呢，各位捌听过药王粿无？有。安尼哦。药王粿，安尼我就知影你几岁啊？嘿。了解。即摆少年敢知影啥是药王粿？即摆嘛无药王粿啊，对无？吼。好五日节咯，过去讲拢爱啉迄个五时水，即摆大家较少啉五时水，咱即摆拢啉矿泉水，好较早咯，拄着迄个日食甲月食的时阵吼，咱讲吼天狗食月啦，迄个时阵要安怎啊？顶摕起来讲，对啦，当顶啦吼，画锣画鼓，摕出来讲落去要赶天狗嘛吼。即摆你想看觅，你若即摆拄着日食、月食，你伫遐敲锣打鼓，人就讲你是笑的嘛，对无？所以这个民俗伊就消失哩啊！以前呢，咱若生日的是咱会食猪脚面线，即摆吼生日可能较少人食猪脚面线，即摆拢食蛋糕，对无？好，过去呢，咱拜祖先的时候，咱会烧银纸这代表神明甲祖先的钱。拜神明祖先啦，拜好兄弟来，咱拢烧银纸、金纸，即摆拢烧信用卡，
啊，烧四两卡了，还阁烧金纸也免，嘛是爱啊。啊？为什么？啊，你若烧四两卡，无烧金纸，到时吼，恁阿嬷会变做卡奴。存款不缴。对啊，到时吼，迄月底迄个阴司地府银行会寄一个迄个寄批互你讲吼，恁若做顶个月你只消费25000吼，请你爱付，啊若无伊会变卡奴吼。好，啊即摆吼，个人烧这啦，这钱票，啊烧钱票了嘛是共款，你嘛是要烧银纸啊，啊若无会安怎？跳票。无错，嘿，你若寡烧钱票有烧银纸吼，到时你若做半暝来找你哦，讲你甲要装痟的，顶悬明明写800几万、8000几万，结果呢名无啦，嘿，所以嘛是爱个共款吼。好，啊以前吼，咱若即个办丧事的时阵，咱拢会烧迄纸厝、纸马、纸桥，啊即摆大概无人咧烧迄个马甲桥啊啦。你即摆看到人咧告别烧时，迄拢烧啥货？面路、面路啊，厝啊，豪宅、大厝。你若老屋，问题，你若做敢会晓驶车？车司机，啊，车司机你落逐个月拢爱烧薪水互伊呢？诶，啊，你敢有逐个月拢烧薪水互迄司机？啊，无伊会罢工哦。嘿，啊，遐毋知有加油站无吼？嘿。啊，毋知保养场无？嘿，啊无，若无，毋是拢用杯？用啥？杯啊，用杯啊。瞬间移动啊。哦，安尼哦，啊，安尼就无需要车啊，你呾，嘿。好，那即摆吼个人烧这个，你也看卖，这吼手机啊，烧一台互恁阿做，你著好不时甲伊联络，嘿，啊，佫有卡拉 OK 啦，吼，啊，佫有摩托车啊啦，嘿，你若外迄三骹欠一骹，即摆咧等你啦，嘿。吼，所以呢，你透发现讲烧的物件改变，但是伊的观念是无改变的。吼，讲人过往了，就是爱用到一寡迄即个即马在世即个物件。好，过来呢，民俗第四个即个特性呢是叫做自发性。所有民俗拢是民众自发性的行为。吼，好，这是民众主动去实施的，毋是政府规定的。咱即马看到这是大家妈祖进香。啊！大家妈祖进香，大家妈进香啊！逐年拢几百万人倒去行安尼啦，嘿！啊，谁叫你去行？伊家己要去行啊，对无？敢有人强迫伊爱去行？啊，即个人先啊走去进香，是毋是支持安心标啊？毋是呢，即个人会去进香，甲政治啦，甲啥拢无关系。伊嘛毋是为了要减肥呢，吼。所有的即个进香的人吼，你看卖，拢是为着安尼，啊，厝的人破病啦，哦，翁婿身体无好，囡仔事业袂顺，做妈妈就去行高工，去吐高工，会行高工会忝无？会行高工足忝的，毋是袂忝呢。啊，谁那要安尼做？伊家己愿意的，吼，伊家己愿意的，吼。大部分的即个进香去，差不多拢是安尼，拢是为着伊的厝的人，拢毋是为着家己，吼。即个阿嬷呢，到方圆10几年前，伊的后生要考会计师，伊就去甲大家嬷下愿。你若互我考掉，互我的后生考掉，我即世人拢对你行啦。吼，啊，因后生真正考掉，到即摆搁咧行。那各位，你有看到迄个相片下骹？伊迄毋是穿鞋啊，伊穿衬拖。啥物穿衬拖你知无？因为骹整起来，整甲吼鞋啊穿袂落，啊穿衬拖啊穿袜啊安尼行，照常搁行，吼。伊会去偷一个车无？无可能，伊袂去偷一个车。你若看到偷一个车，迄拢我的学生啦。嘿，即个阿嬷绝对袂偷一个车，因为这是伊甲妈祖下愿的，吼。所以伫迄内底，伫即个妈祖进香当中呢，你会看到足侪感动的故事。查甫人做袂到的，就查某人吼用双脚来跪啦。囡仔做袂到的代志呢，老爸老母呢用这苦行来行，嘿。会行高工真正是苦行，你知无？嘿，所以吼，这个人拢是为了别人，因拢毋是为了颜真标嘿。你爱搞清楚。这个秀旗队的妈妈，每一个妈妈的背后拢有故事。举一支秀旗行高工，希望妈祖你著爱保庇我的翁婿，保庇我的囡仔，拢为着别人啊。
这查某人平时也无什么社会地位嘛，嘛无钱嘛，嘛无力量嘛，嘛无影响力啦。啊，但是伊诶烦恼翁婿前途，烦恼爸母诶身体，烦恼囡仔，所以大家妈妈拢是安尼，拢是共款足伟大诶，为着囡仔，为着翁婿，用一世人来下愿，所以因咯，你会拄着迄款高中诶查某囡仔，抱着爸爸诶衫来行高工，因为因老爸伫家护病房啦。有迄个抱着妈妈的衫来行的啦，因为妈妈伫做化疗啦，拢即款故事啦。即款故事诚侪，因咯拢发生即款故事。好，这你也看觅，这嘛是共款。这正明这是老爸着癌啦，癌末啦。毋知要安怎啦，伊着去甲妈祖求啦，希望妈祖你着爱保庇我老爸，摕伊的衫来捂这神叫你看。无就是迄个抱着迄个破病囡仔，要来软桥骹，希望妈祖救命啦。嘿，当然毋是讲即个软桥骹了后就病就会好，无好代志啦。但是呢，即个软完桥骹了后，其实迄囡仔到尾嘛过往去啦。做爸爸的嘛通放心嘛，因为连妈祖嘛无法度，你嘛爱接受啊啦。所以呢，安尼做呢是互即个人呢有信心有希望啦，毋是真正会让治病。好，佫有迄款，你看觅，真男友佫真女友的啦，嘛走去行啦。这是我的学生啦，这是被老师所逼的，去行的，安尼啦。好，我的学生呢，我的学生拢爱去行大甲嘛，这是规定，这个一年入来就是行9工，嘿，毋是要强迫你爱信妈祖啦，嘛毋是要叫你爱支持眼睛了，是要互你去体会讲，这沿路这个人为虾米原因？沿路这个人为虾米原因安尼行9工，伫迄路你会拄到足侪感动的故事，你伫路上你佫会拄到迄款的，传教士，你啊分传单，因为遐人足侪，分传单上好，伊的分传单顶面甲你讲信上帝得永生，安尼，好。那所以讲，一个社会愈不安，政治愈动乱，经济愈歹，参加的人愈侪，就会愈侪。好，那参加妈祖进香爱炸便当啊免？你拢免炸？免哦。衫拢免炸？你也看觅，看到妈祖的神轎到衫拢变免费，你有看无？平时迄小笼包一人讲80块，甲迄工就免钱啊，拢变做免钱啦，只要妈祖经过的所在，食的物件全部拢变免钱，这是愈庄卡的所在，就愈生意。这是原种的草仔粿，这草仔粿，这个庄头叫做下油啦，一个庄头300几做6000几粒草仔粿，粿若做完伊就伫沿路伫卖你若经过时，你无甲食袂使呢，你一定爱甲食，无食伊就你爱甲伊炸，就一直甲伊对就对啦。无食袂使，无迄6000几粒草仔粿，看要安怎就好。所以呢，这就是这国情的润饼，润饼咱知影润饼袂使囥润饼若囥会湿去嘛。所以呢，伊若迄个润饼爱现包现到，所以呢，所有的这个社区的民众，只要恁兜只要是人，拢爱出来斗包润饼，因为人足济嘛，恁兜若无人出来，恁兜拢毋是人所以呢，不只是爱准备这个润饼材料，伊还佫现包，迄工就现包安尼好，这是迄个番麦啦、椰子啦，佫有串冰啦，连冰卵嘛，全部拢免费啦。你也看觅，谁叫伊安尼做？伊家己欢喜甘愿的，是伊家己要做的，好，这水果拢现切的，因为伊袂使摕一个往来互你啊，伊若摕一个往来互你，你嘛无法度食嘛。伊拢家己洗好啊、切好啊，家己准备吐啊，安尼这就是沿路的物件。这呢有看到无？这是乌昂床土路呢，乌昂床咱拢知影乌昂床上贵嘛，迄工拢食免惊，你看觅，所以逐年拢安尼，好暗时的时呢有保利达啤加蛮牛，所以明仔载开来今日拢甲你传好啊，好所以呢，咱平时拢甲囡仔教讲袂使食七分人的物件，是毋是安尼？伫校嘛是拢讲安尼啊，袂使食七分人的物件
啊，问题是安尼，沿路你拄着遮摕物件互你食，全部拢青云人，遮人你也无熟悉啊，对无？啊，你哪会敢食？诶，所以这就宗教力量，对无？好，那所以呢，结论就是讲，毋通为着减肥去进香啦，啊，因为转来搁肥啦，哦，这是这个沿路你所拄着的，哦，那这吼、你若行袂去，不要紧，后壁拢有捡尸车啊，捡尸车啊，这行袂去就甲你上啊，甲你载头前遐甲你放落来，哦，啊，这个行了忝吼，啊，不要紧，后壁拢有免费的这个酸痛贴布啦，嘿，拢人遐分的，哦，啊，你若行到骹碰拍，啊，有迄个医疗团，伊会帮你甲迄碰拍吼，甲吐互破，啊，然后甲你抹药啊，甲你包啊，互你搁继续行安尼啦。哦，所以这拢是沿路拄着的，全部拢义务的，哦，所以无人叫伊安尼做，伊家己管理的。啊，因这个进香9天的路途当中，要倒洗身躯，毋是香客大楼呢，因为无一个香客大楼吼，遐尼大堂有堂几十万洗身躯，所以沿路的民众拢甲你招讲要来阮兜洗身躯无啊？你要来阮兜洗身躯无？嘿，拢免费的啦，嘿。啊，洗好了后呢，黑猫宅急便吼，甲你免费寄迄个要换的衫啦，嘿，安尼，好，啊暗时要倒困啊，嘛毋是香客大楼呢，哪有一个香客大楼通啊困几十万人啦，无啦，嘿，拢家己找位，啊，困咧庙边，啊，困咧公园边，哦，啊，即困咧人厝的客厅有无？啊，民众嘛甲你讲啊。迄落因路甲你招讲要来阮兜困无啦。我旧年去西丽，就是叫一个阿婆硬死约因兜洗身躯，佮走因兜困。啊，这吼困咧新道下骹啦。啊，这吼困咧倒？这困咧迄落公共便所啦。四界拢是人啦，你看尸横遍野啦。所以讲，啥人叫安尼做？进香的过程遮尔艰苦，伊哪要安尼做？拢是自愿的，自愿的。啊，拢是为了家己厝的人，为了家人，所以这个进香的过程内底有真侪感动的故事。所以你若妈若讲啥咱要去进香，伊绝对袂讲啊啦，迄个无啦，啊都用啦，拢也是心内有寡愿望，希望伊的囡仔、伊的翁婿，伊的孙仔，啊，都迄落爱迄个平安哦，爱大趁钱哦，拢是拢为着别人，无一个为着家己，所以这就是自发性的力量，好。啊，第五呢，地域性地区性，咱讲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啦。每一个所在面相拢无共，毋是拢共款。摕即个银纸就好，你迄烧金纸吼，南部银纸甲中部就无共啊，伊图样印的拢无共，图无共，纸嘛无共，所以拢无共啊。所以你若讲烧金纸互你的祖先，啊你吼走去台北，迄就变做瓷伪钞，因为迄个纸的纸是无共。啊，过来呢，新娘出门的时阵顶悬遮的物件嘛无共。南部地区呢是迄落大米胎，新娘出来顶悬大米胎。啊，若北部地区是举乌雨伞。啊，中部上衰，来有中部的老师无？你头上网来讲，中部要安怎啊？若中部的，哟，无中部的老师吗？嘛是米胎啊。毋对。中部吼，若清白咧，就是大米胎；啊，若有新诶，就要摇雨伞，对，安尼对无？对。啊，这吼就是安尼，所以中部较衰。中部吼，安尼一出来，咱就知影，这里有用过，迄无用过，所以恁住中部吼，你诶行为啊吼，爱较检点咧，无到时就一声就绕开啊，嘿。好，那这是新娘出来时阵无共，过来。咱过年拢爱食当年菜，当年菜北部、中部当年菜是挂菜，这大家拢知。来，有拄啊台南的你会发现说，他的第一个子音取出来之后，他们就有对像是培莲啊，对，培莲啊菜都对。北部、中部是挂菜哦，南部是大根的培莲啊。啊，讲食的时阵吼，迄根袂使甲切掉，袂使甲切掉，爱规丛吞吼，安尼才会当火烧啦。迄家菜是培莲啊，迄若是中部的挂菜，我看你安怎吞，我看你吞会落无？好，那咱台湾呢是一个海洋的国家，所以咱台湾的文化呢，特色就是多元丰富，多元的。
这个咱台湾的文化呢，咱即摆台湾的文化呢，毋是中华文化。咱台湾的文化呢，第一有原住民的文化。原住民内底，咱台湾你个分作高沙甲即个北部嘛。台湾的地号名呢，差不多拢是咧北部族来的，差不多拢甲北部族有关系。中华北部族的名称叫做，有人知无？中华北部族的名称地号名叫做啥？半线，半线，无毋对，半线。嘿，加字呢？猪猡，猪猡山，这嘛是北部庄的名台南的。虎城，毋是虎城是迄个汉人的话哦。台湾是安平。台湾，这拢是北部，这拢安平啦。台南市呢叫做赤坎。赤坎对。赤坎，嘿，赤坎就北部庄的名。高雄呢？阿狗。屏东呢？阿狗对。这拢甲北部有关系啊！阮宜兰叫做宜兰，嘛是共款是甲仔兰的意思啊。你甲仔兰翻译出来啊。我的故乡住罗东啦。罗东嘛毋是汉字呢，罗东是狗的意思。北部庄内底狗叫做罗东，叫做罗东，所以你看觅，这个地号名拢是甲北部有关系。咱结婚吼，怎么12日啦，来结婚订婚12日爱加槟榔啦，吼，佫有哦。赛跑台语要讲，招标就是北部族的话啊，即款牵手这嘛是啊，牵手啊，你头壳去拍打的这嘛是啊，哦，所以就是安尼啊，所以拢有真侪拢北部族的文化，毋是无哦，是你家己毋知尔哦，嘿，所以呢，有荷兰西班牙的文化，嘿，所以咱即摆讲吼，你看红门城啦、荷兰刀啦、红门图啦，这拢是荷兰人引进的，吼。安尼讲啦吼，咱台湾话内底若有字，华人拢大概拢是荷兰西班牙人引进的。比如讲番薯啦，华语叫番薯嘛，头前是番嘛。玉米台语怎讲？番麦啊，有番啊。菠菜台语怎讲？番又个番了，看觅。落辣椒的。番姜啊，拢番嘛，这拢是外来，拢是荷兰人甲西班牙人所引进的哦。好，那过来呢有汉族的文化，台湾的这个汉人的大部分是来自这个漳州、泉州甲客家广东的客人，嘛拢无共的风俗啊。1949年了后，佫有真侪中国国省的这个新住民移入。所以你伫台湾吼，你同我食着水饺，较早咱台湾哪有什么水饺？咱食包啊啦，无伫食水饺。你同我食着北京烤鸭，你同我食着四川牛肉面，这就是中国各种的文化融入的。所以吼，中国文化就是咱台湾文化的一部分啦，一部分尔后全部，中国文化是咱台湾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佫有日本文化。因为咱台湾受到日本统治50年啦，所以咱嘛会食沙西米，你看招财猫，各位恁毋知知影一个风俗无？讲吼，较早若喙齿力个爱等咧厝尾顶，捌听过无？本来哦，老师就问一个问题，咱台湾迄落若喙齿力去，够爱做啥？免，台湾其实是无啥力去就力去，喙齿力去吼，讲顶层力去爱等咧面二层力去爱等咧厝尾顶。这是日本的风俗，这毋是台湾的吼。谢谢老师。好，过来吼，你看卖，有欧美的文化啦。讲看到流星讲的戏院啦、戏院，各位毋老人知影，咱传统的咱台湾的文化，你若看到流星会安怎，你知无？扫帚声。水尾。看到流星会衰，你知无？即摆少年看到流星，讲伫遐戏院啦，安尼啦。这个欧美的文化嘛，佫有什么求婚啦？你看嘛，求婚即摆要少年人要结婚进前吼，拢爱求婚。恁迄只老狗较早有家己求婚啊无啊？有安尼算你少年的啦较早哪有什么求婚？咱拢话家己走去因兜去，
啊，所以你看，讲迄个过袂烧是爱瞻仰仪容。过去咱若看，你知影吼，瞻仰仪容迄叫见刺，你知无？见刺就变做讲你一个月吼，拢袂使参加任何民俗活动，因为见刺就变做无清气性啦。啊，即摆吼过袂烧是爱瞻仰仪容，啊，这就是无共啊，这完全受到欧美文化影响啊，对无？所以你看，台湾的文化伊有遮尔多元啦，台湾的文化有够多元的啦。过来呢，到现代哇，佫有一寡迄个外籍新娘啦。越南的啦、印尼的啦、泰国的新娘啦、中国的新娘啦，所以你台湾吼，你啥物文化嘛有啦。你台湾你看，无论你是啥物所在哦，拢有迄个越南的小食，啊嘛通食着迄个什么中东的沙威嘛，连夜市啊嘛拢伫卖沙威嘛。你看看台湾的文化，看偌多元就好。哦，啊，所以遮个什么原住民的文化啦，迄个荷兰水我们把那个粽子蒸一蒸好不好？啊，有啊，这个伫台湾哦，伫文化内底呢有融合各种无共族的文化，拢伫台湾这个海洋的国家内底呈现啦。所以台湾的文化就是多元的文化，多元的文化。好，那因为这个多元文化，所以讲每一个所在呢，拢有伊的民俗特色，拢有伊家己的特色。哦，你若想到，咱若想到冰溪呢，你就想到天顶啦嘿。并且有放天顶，咸水呢放蜂仔炮，台东炸邯郸，东港迎王对消防船，吼啊台北迎城隍，啊头城树屋，对吧？你看嘛，每一个所在拢有伊家己的即个特殊的文化嘛，吼不只是安尼，无共的族群嘛有伊家己无共的文化，无共的族群啦，吼咱汉人上重要讲咧过年啦。阿美族为咧过年，阿美族上重要叫做丰年祭嘛，伊咧信。啊，若是迄个塞夏族上重要的祭典，就是爱邻祭啊，叫巴斯达爱啊。啊，若是达悟族上重要的会仪祭。所以你看卖，无共的族群，伊的即个文化是拢无共的哦嘿。哦，啊，北部族上重要的就是业绩嘛，平埔业绩啊。那客家族群呢？客家乡亲上重要的是啥？移民制嘛，移民制。所以移民就是讲吼，即个伫清朝时，咱因为台湾3年小乱，5年一大乱。若荷兰人叛乱，即个清朝呢，就征调即个客家的乡亲来平乱。即个客家乡亲为朝廷战死，所以叫做移民啦，移民。所以移民呢，除了即个北港以外呢，大部分差不多拢是客家的乡亲啦。伊的即个祭典的特色就是移民祭嘛，移民祭。好，那这个民俗其实是上会当代表台湾的即个特色。咱台湾的风景吼，甲欧洲袂比哩，讲实。你甲日本的北海道可能嘛袂比哩，但是只有台湾有马祖、金香、消防船这物件。台湾的古迹，你甲希腊、甲中国无法度比，讲实差足济啦。但是只有台湾有这个什么宋江丁12宝甲、电音三太子，这就是咱台湾的特色嘛。所以你后摆若讲要带外国朋友去参观，你就带伊去看咱台湾的民俗活动，毋通带伊去看古迹，你会向笑死安尼所以讲这是台湾特色台湾文化特色这甲你的信仰无关系。你信基督教，敢袂使参加马祖金香？你通去体验啊？你继续信天主教、基督教无问题啊。这敢若像咱讲去欧洲，咱就去，你去巴黎一定会去看巴黎圣母院嘛，对无？你去日本你一定会去参观神社，这甲你的信仰无关系啦。所以希望大家若有机会通去体验，体验这个民俗活动，因为这是正港台湾的民俗文化特色好，那过来呢，咱来看卖这民俗的形成。民俗到底安怎形成的？这民俗拢是因为咱台湾特殊的历史背景，台湾的妈祖信仰足重要，为虾米呢？现在大家拢拜妈祖，因为呢，长山过台湾，心肝结归元嘛，对无？你家想看卖，你的祖先内底大陆有钱有势有资有产有地有某有囝，敢会来台湾？无可能嘛！来台湾咱罗汉脚一无所有啊，一无所有，只好冒着性命危险拼来台湾啊，对无？长山过台湾要哪来？坐长荣也好行，毋是啊，坐船啊，坐船就需要妈祖啊嘛，对无？因为
伊妈祖上早是海神信仰啊，哦，啊台湾的王爷信仰现在遮尔普遍，王爷过罗水溪以南招拢王爷庙啊啦，王爷信仰上重要，王爷是啥？瘟神嘛，瘟神信仰嘛，对无？啊，这个王爷信仰伫台湾的台湾这个神明上济其实是土地公啦，哦，啊第二济就是王爷公，嘿，啊现在王爷信仰遮尔普遍，这反映的就是过去咱台湾啦，定定流行瘟疫啦。各位，瘟疫台语要来讲，有人会知无？钓济，钓济，对，就是钓济，安尼有够厉害，钓济，请问吼，这个靠地语台语要来讲？靠地语，钓地济啊，对啊，啊清流干的，鸡济，钓鸡仔济，钓鸡仔济，无对啊，啊长病毒台语要来讲？肠仔病毒，什么肠仔病毒？钓人参啦，人哥，毋是啦，肠病毒拢囡仔钓的啊，钓死囡仔济啦，嘿啦，所以肠病毒就钓死囡仔济啦，嘿。哦，啊，这钓济吼足严重啊，拢造成集体死亡啊，啊，大家拢会惊吓，所以呢，爱请王爷吼，甲这个瘟疫啦，吼，甲这钓济吼，甲带走啦，所以爱消防船，就是因为安尼啊。好，过来呢，口湖牵水庄，你即马看到这正面即个吼，就是水庄来的。这水庄要创要牵引迄水底亡魂就对啦，叫水庄。啊，谁会安尼？道光25年吼，口湖沿海地区、云林沿海地区呢。发生海中，吼、啊海中呢，一暗之间呢，7000个民众一暗之间拢淹死了，所以你着爱牵这水庄，甲伊牵引起来，安尼啦。所以咧，你其他所台南无咧牵水庄啊，因为台南无发生迄个海中啊，无海啸啊，吼、所以这个拢是反映伊这在地特殊的背景，所以每一年6月7、8呢，这个口湖拢会牵水庄，哦，因为这个这道光25年的故事，吼、所有民俗的形成拢是安尼，经过长期累积的普遍运动才会形成。所以老一辈拢安尼讲啦，讲心理无限吼，旧理就无灭啦，吼、迄个嘛讲啊，讲凡是存在拢是合理的啊，无合理的无存在啊，即个人感慨，拢咧买票，那会选掉，伊就是靠买票啊，即真合理啊，合理无一定合法咯，嘿，即个人都鼓退。BP 阴险伊乃会升官发财，伊就是靠 BP 甲阴险来发财啊，对吧？所以讲会存在拢是合理的，无合理袂存在合理无一定合法真侪民俗的存在拢是安那，拢是因为人民的需要，比如讲，即几年即个经济无好，疫情关系，真侪人去解运，即种问题是安尼，运敢会解哩？运会解哩无？嘿，讲真，我袂相信。运来解哩，咱逐个拢来解啊，家己的运解到上好就好啊，对无？即种问题是安尼，谁会去解运？谁需要去解运啊？一定是运无好的嘛。郭台铭敢会去解运啊？讲我运来遮好，你甲解互较歹，无可能嘛。一个人有需要去解运，拢是安尼挖山崩，挖壁倒，挖地条死地母，挖大兄死大嫂。已经衰到最高级啊，对无？衰到最高级，各位知影，最高级要加 EST， 所以叫衰死。嘿，迄款衰死再去解运嘛？解运你解啥？改变心情尔，就是改变心情啊，对无？解运了后，伊对家己搁有自信啊，就是安尼尔嘛。所以你就免问讲运会当解哩无，对无？需要去解运，一定是足歹运啦。解一下运，改变心情啦。犯太岁。犯太岁啥叫犯太岁？讲你的生肖甲今年的即个生肖共款叫犯太岁。迄时就爱安太岁。安太岁你安啥？安心尔嘛。安心尔。犯太岁就是犯着恁阿嬷嘛。恁若犯太岁无去安太岁吼，恁阿嬷一定会碎碎念，对无？一定会碎碎念。无安也袂安怎？全世界包括中国嘛无咧安太岁啊。对无？我咱台湾咧安太岁尔，安太岁你安啥？安心尔嘛，嘿。好中部地区吼，中华地区、海线地区啦，讲若有人钓头，讲个送肉粽。送肉粽的意思呢，上招这场钓死鬼，甲迄
迄吊死的这锁啊，甲迄个吊死迄个牛吼，爱送海边单钓，送肉粽敢真正有上灶？这我看袂着，我嘛毋知。但是送肉粽上重要的啥？上灶迄个恐惧感、惊吓，你也想卖，有人伫即个所在钓到，你后摆若伫即个所在继续上班啦，暗时啊伫遮经过，你是毋是会感觉怪怪？咱透过即个仪式吼，甲上灶，表示讲甲即个吊死鬼已经上灶，大家通啊恢复正常的生活嘛。无你永远嘛会感觉毛毛的嘛。你经过即个所在是想着讲，即个所在有一个人伫吊刀自杀，你会感觉足惊吓嘛，你会感觉不安。所以上肉粽的目的就是上灶迄个不安的感觉，就是安尼尔。好所以咧，咱来看卖。民商咧，伊有真侪社会功能，这社会功能毋是政府会当取代的。那民商第一个社会功能就是讲，伊同年保法律的不足，民众无一定遵守法律落去，但是伊普遍拢会遵守民商。比如讲咱政府就讲这个国民应该诚实报税。但是规个生理人敢有咧诚实报税的对无？会当多税，拢也多税。机车爱两段式左转啦机车爱两段式左转，你有遵守无？我是拢爱看有警察嘛，然后警察我就会遵守，若无拢直接家己过。所以民众无一定遵守法令，但是民众普遍拢会遵守这个咱的民俗。这个结婚爱送大饼啦，清明就爱扫墓啦，这大家拢普遍有遵守对无？所以呢，咱用民俗来制定一寡社会规范，同年保法律的不足。咱过去台湾的民俗来讲死查某光咧台，死查某爱等外家来，等外家来，查某死爱等外家，等娘家就对啊。等娘家来创啊，要看你的思想毋是啊，这就是验尸嘛。因为过去的男女社会无平等女性无地位女性拢无地位。所以讲，这个查某人过往去了后呢，这个娘家来看，讲到底是安怎死，检查看啦，是毋是向虐待，有向甲家暴无啦？这就是安尼这因为男女社会无平等的情况之下，需要这个民俗即摆就无需要，即摆你若莫甲恁人拍死，我就感觉你足贤惠嘛。所以呢，咱台湾台湾人的观念内底，这亲人内底地位上悬是啥？无据嘛，天顶天公地下无据公啦，啥物是无据地位上悬，所以结婚的时阵无据要坐大位嘛，对无？迄落最后要登的是无据封顶嘛，啥物是无据啦？啥物毋是阿叔阿伯啦？无据就是妈妈的弟弟妈妈的哥哥嘛，这代表母系的发言人嘛，对无？过去呢，北部族就母系社会母系社会过来呢，伊有另外一个功能制衡作用恁老爸要甲你卖去迄落花街流行，迄个时阵无据就会出来讲话嘛，出来主持公道啥物毋是阿叔阿伯？阿叔甲阿伯迄甲恁老爸共顾个所以无据上界大是安尼好，那过来呢，所有民俗拢是有迄个警示教化的功能。咱台湾人拢相信啦，我定定即个所在定定发生车祸就是迄个所在有王死鬼掠交替。王死鬼掠交替，咱的政府拢毋相信，咱的政府拢用即个牌什么易肇事路段，无人去插你，什么10次车祸9次快，可能嘛无人会插你，无人会插你这，咱甲改做即张啦，改做前方有王死鬼抓替身安尼就好这绝对比什么10次车祸9次快搁有效，对吧？好可怕！对你若惊，你就速度就变慢，上好是惊，你惊你就毋敢开紧，对无？咱台湾人嘛相信一个人这个若去互水淹死伊会变水鬼水鬼共款伊爱掠交替伊爱掠交替，水鬼会掠交替，咱台湾你拢写水深危险请勿游泳，无效，水深危险大家拢照游水深危险恁袂游你看啦，咱甲改怎呢？水鬼出没，请勿游泳。你感觉安尼有效无？这绝对比迄个什么水深危险更有用。水鬼出没，因为水鬼比水深更可怕，是不是？
所以吼，这绝对，所以民俗绝对较有效的啦，吼。啊，台湾人嘛相信讲，一个人吼，毋是自然死亡，伊就爱管你往死城。啊，你本来吼，活，你本来活90岁啦，啊，结果吼30岁去跳楼，你就爱伫往死城关60年，嘿。啊，每一工吼，啊，拢爱跳一摆，嘿，安尼吼，跳到你迄个应该阳寿该尽之的时阵才免跳，嘿。啊，敢真正会往死城？其实我嘛毋知呢。若有人生气才敲电话转来讲，袂使敲互后嘿，你通敲互迄个周馆长，叫伊甲转过就好啊。嘿，啊有往死城无往死城无重要，上条伊要强调一点，就是大家拢爱珍惜生命，爱珍惜生命。哦，这所以免讨论讲往死城，伊就甲你强调讲爱珍惜生命嘛。哦，啊咱台湾人嘛相信哦，讲有死后审判，有10殿阎罗，18层地狱。嘿，讲吼爱讲白贼话啦，死了就爱挂喙齿，这应该大家拢捌听过吧？吼、我家己有查过，讲吼，这个五人子弟爱关你第7层啦，所以后摆若要烧吹吼，我伫第7层遐嘿，吼、好，那这就是死后审判，死后的审判，吼、这呢，这是咧，这毋是咧泡汤吼，这叫落油鼎啊，落油鼎，嘿，那。伊诶目标就是甲你强调，袂使做歹代志。哦，伊毋是要甲你讲，咱即摆毋是要讲有优点啊，无优点啊，无优即件代志。咱即摆是要甲你讲，你若做歹代志，后摆就是会安尼，会受到即款诶责罚。所以这就是甲咱即个警告，你袂使做歹代志，啊若无吼，死了后你就受到即款责罚。嘿，安尼吼。看到即个图了，现场改过自新的百几个啦，嘿，来，过来呢，民俗第3个功能啥？安慰人心，安慰人心，这倒面这平安符，真侪人车顶拢有挂平安符，平安符敢袂使保平安？毋知，但是通保心安，互你心安嘛，这正面中这这个姻缘线，这大家妈的姻缘线。真侪人吼，找无男朋友、女朋友，拢会去找咧报马啊，讨这个姻缘线、红丝线就对啦。啊，姻缘线会当找着好姻缘哦，我才歹信咧。但是这个线拔落了后，会互你对家己更较有信心，更较有勇气。本来吼，你沉默寡言啦，红丝线拔落了后，好一直处理啦。这就讲互你信心，甲互你勇气嘛。安尼就是有效啊，就是有效。所以讲吼，这个物件，伊最主要的功能叫心理功能，好，过来香菇，真侪老大人身体无好，拢会去食香菇，拢去庙求这个卤，袂使叫香菇，爱叫卤蛋咯嘿，卤蛋，问题是香菇敢毋当治病？香菇当然袂使治病，免想遐久啦，香灰不能治病，咱知啦吼，但是这个阿嬷食就是有效。这个阿嬷食香菇会有效，是安怎？因为伊相信。心理作用。对啊，伊相信讲妈祖赐我卤蛋，我一定会好，伊就会好。这个啥心灵治疗嘛？这就是心理治疗啊，对吧？所以你后摆若拄着恁阿嬷要食香菇，你就莫甲动，互伊食，因为伊需要。当然，恁阿嬷若一摆要食3斤，你就爱甲动。讲妈祖有交代，食药啊袂使过量，安尼，所以这个物件拢真侪民俗的疗法咧，民俗疗法啦，其实拢是心灵的。心理治疗对啦，心理治疗安尼好过来上尾咧，咱来看觅这经济功能，这代是迄个东港市王船迄代王船嘛，王船这做你要看觅用啥做呢？用鱼脑去做的，做价700万，做完了甲烧掉，安尼真无彩无？会真浪费无？会吼，足浪费吼。请问吼，即台王船700万甲烧掉，通趁8000万的香火钱，安尼要烧啊袂？对啊。烧吼，我就知咧。会浪费无？700就已经袂啊吼，700万烧掉，通趁8000万，安怎讲嘛爱烧，对无？但是即台王船若无烧掉，8000万袂入来，你知无？一定爱烧掉，安尼大家去添香香来所以你要看觅
大家妈祖亲娘嘛共款，逐年拢安尼吼，哦，安尼规百万人倒去行安尼，咱知影人潮就是钱潮啦，哦，伫后壁咧都是真大经济利益，哦，各种的代言商品，哦，那所以讲一个民俗活动本身嘛是一个经济活动，哦，下面咧咱来看卖台湾的民俗有包括倒一寡范围，有风俗、信仰甲年仔节。那首先，大家拢会拄到就是生命礼俗，一世人当中你拢爱遵守一寡礼俗，自出世到死拢爱遵守，拢爱遵守。那各位咧较重要是这个结婚，这结婚这个咱台湾人结婚足麻烦的，先爱去讲亲情，讲亲情了后订婚，订婚了后就这个娶亲，煞请人客爱做客，有够麻烦的啦。咱外国人较简单。外国人就去迄个教堂，还是去迄个法院讲，你愿意嘛？愿意，你愿意嘛？安就好啊，就结婚啊，免3分钟来。咱台湾就舞一连片啦。谁会舞甲遮麻烦啊？咱台湾人结婚哪会舞遮麻烦？其实这就是安尼，舞遮麻烦表示这件代志安怎？非常的慎重，非常慎重这件代志非常重要嘿，所以袂使凊彩。结婚当然一世人代志，这当然嘛重要，足重要的所以呢。咱安尼讲，凊彩结婚就是凊彩离婚，凊彩结婚，就凊彩就离婚，咱台湾即马离婚就愈来愈悬啦嘛，即马将近3比1，你知无就讲3个结婚就3对结婚就1对离婚啦。为什么离婚率遐尼强？就是讲即马愈来结婚愈来愈凊彩，凊彩结婚，凊彩离婚安尼就对啦。所以咱即马应该规定讲，若要离婚爱比照结婚办理。你若要离婚不要紧，首先呢，爱去拍离婚照，这个拍照存证，你知拍照存证，拍照存证以外呢，过来爱举行公开仪式，你这个公开仪式就是办倒请人客嘛，对，你结婚请几道，离婚就应该请几道，煞来退还礼金，恁结婚的时候我包2000，即摆要离婚当然爱还我对无？佫加利息，好。过来呢嘛共款，要请人客的时阵呢，爱逐桌逐个去敬酒，解说讲恁两个是安怎要离婚，总是要有一个交代嘛，对无？过来呢，最后大家拢，即个要离婚，即对男女呢爱跪喺门口，捧汤啊甲薰，甲大家会室咧，讲歹势啦，都袂下啦，所以要离婚，对不起大家安尼。咱若甲离婚舞到遮麻烦，无人敢离婚啦，所以呢。咱要强调就是讲这个结婚舞到遮麻烦、遮复杂，其实背后就是甲你强调，这是非常慎重的代志，袂使凊彩啦，所以呢，结婚之前爱戴手指，以前挂手指呢是大家替这新妇挂，然后顺续检查伊是毋是有长肿啦，即马无共，即马是男女互相。挂手指，挂手指是恁母毋知有甲你交代无？讲爱安怎？讲手指爱安怎？凹起来。爱凹起来，若无会安怎？会互伊下底。阮母嘛有甲我交代呢，阮母有交代讲你硬死甲准的就对啊啦，所以咱母也交代无共咧，安尼啦。这个挂手指，煞咧结婚的时阵，新娘车顶悬拢有吊一块猪肉，拢会吊一块猪肉。这猪肉要创啥？毋是要食呢，毋是要烤肉讲要防止白虎煞，白虎若出来，伊就会夹走猪肉，伊就袂去伤害着新娘。猪肉爱挂吊喺车的头前，车的后边，有人知无？头前啊对你也看卖正面这个吊了毋着平，讲吊喺后边啦，吊喺后边就先食新娘才食肉对无？所以若有人吊了毋着平，后摆爱改进。下一次改进来过来新娘车开行了，等开线，这个等线叫放性地，就是甲你无好的个性拢等烂掉，叫放线过来入门以前打过烘炉，叫做过火这叫过火过呢打破这个瓦片叫破煞所以大家拢安尼做结婚了后呢，迄天拢爱请人去请人去，先爱请人去呢大家同欢嘛，这是正式宣布讲咱已经结婚啦嘛，
大家上宣布，大家拢来食饭就知啊。啊，过来，咱台湾的这请人客，迄结婚请人客是足无公平。哦，这个包600块嘛，食即道啦，啊包6000块，我咱食即道，所以这实在真无公平。所以咧后摆吼安尼啦，后摆咱若咧带新妇嫁查某囝时吼，咱爱分级，600块以下拢互伊伫外口食泡面，吼。若迄个菜吼，起来了后，超1点钟了后吼，这个司仪就爱起来宣布，1000块以下请离开，吼。这个点半钟了后，就搁起来宣布2000块以下请离开，包愈济食愈久，安尼才有公平，对无？嘿，好，过来呢，同房闭关，免甲对方压落底，第一招，哦，你若看伊鞋仔放遐，咱就甲鞋仔缀伊顶悬，然后念咒语，用我的鞋缀你的鞋，甲你缀到头壳咧，哦。即摆讲这可能伤慢啊嘿，若后一摆吼，佫用会着，吼。好，第二个咧，你若看伊的衫吊遐，你就用衫甲脱起来，吊伊的顶悬，踏伊的顶悬，用我的衫踏你的衫，我若滑，你就头壳担，嘿。好，那第三招，用咧鸭卵去讲迄个热风，热风就是床头柜，床头柜叫热风，讲鸭卵讲热风，后摆惊我，敢若惊恁祖公，伊后摆就会惊你啊，嘿。第四招即阮母也教的啊。阮母教我讲吼，你着等恁某困去的时阵吼，你身躯甲下过了安尼吼，即个伊后摆着惊你。我有试过呢，但是完全无效呢，嘿，完全无效啊！到尾我有问阮某讲，我有甲你下过，恁哪拢毋惊我？阮某讲伊嘛有甲我下啦，结果我甲下1摆，伊甲下3摆，怎输伊？嘿，所以为了要确定会讲着对方压落底，你上好逐招拢用，逐招拢用，嘿，好。那最后一招，你若拢袂记得不要紧，即招会记就好。看伊是袂先甲请我流鼻血，互伊惊死安尼，以后个就惊你啊，吼安尼。好，这就是这个同房闭关。过来呢，结婚了就要生囝啊，生囝过去是非常危险的代志。咱台湾俗语安尼讲生赢加酒芳，若生输呢4地帮咧。生产顺利食麻油鸡酒，若生产无顺利，就爱即个4地帮啊，讲咧食。好，所以呢，一个人有心了，一个查某人有心了，吼，迄禁忌是有够济啦，禁忌有够济，袂使举家刀，袂使动什么尖啦，吼，袂使钉钉啊，对无？讲惊去触犯胎神，各位知影？佫问题是胎神敢有存在？敢有胎神即个物件？讲实我嘛毋知，但是吼，咱查某人，咱一定爱相信。咱若相信胎神了，你就免做工课啊，你就不用做家事哦嘿。所以咱一定爱相信。相信了，你就免做迄个家事啊。过来呢，囡仔生出来了3工，第一个洗身躯，叫三雕。过去囡仔生出来毋是洗身躯嘿，以前囡仔生出来三步甲你接生啦嘿，三步去厝诶甲你接生啊。囡仔生出来了是用麻油嘿，用麻油擦身躯切的，这表示啦，用麻油切吼，后摆啥皮肤才会幼嫩个筋骨啦，所以用麻油。即嘛毋是，即嘛你病院吼生出来了就去洗身躯嘛，以前洗身躯第一个洗身躯是3工，叫做做胆，即嘛即个面相已经无去啊，过来呢，满月是爱食油饭甲红卵，嘿，这各位看会出来，这生查甫诶，生查某诶。查甫诶，你知影知？有红卵，红卵兼鸡腿，油饭啦，是用鸡腿，嘿啦，主要是油饭红卵一定有，一定有生查甫诶鸡腿，安尼，嘿。好，这是迄个生查甫诶，油饭。4个月是呢叫收卵，收卵，收卵，这呢1岁的时阵呢，咱叫抓周啦嘿，台语无特殊的讲法，就讲做，做岁台语免来讲，做大济，多谢。对啦，叫做做大济啊嘿。因为我学生讲要请我食饭，我讲谁若要请我食饭，伊讲因为阮查某囝要做对年。对年是讲咧种那个对年，这叫大济嘿，这毋是叫对年大济
大济时阵呢，咱举行第一届性向测验，哦，放一寡物件涂骹互伊杀，伊若对啥有兴趣，伊就去杀迄个物件，后摆伊就往迄个方面发展，哦，好，过来呢，这吼成年礼咱叫做16岁，啊，做了上功夫当然是台南来。有做16岁，无做16岁，差别足大诶。做过16岁了，就大人工；无做16岁，就囡仔工。吼，这个成年礼，每一个族群拢有，像高山族，真侪咱诶原住民，因诶成年礼就出草开人头，嘿。你看迄落赛德克巴莱迄就是啊，吼，这个开一个人头了，表示安那，伊已经成年啊啦，哦，已经大汉啦，吼，嘿，这个成年礼呢是伫。甲囡仔强调讲，你已经大汉啦，你爱负责任，爱家己负责任。若你若无甲做成年礼，伊永远拢是妈宝啊！吼对查某囡仔来讲，就是甲伊讲啊，讲吾家有你初长成哈，有兴趣进来参考看卖安尼啦，会记你啊就对啦，所以成年礼，那最后一个礼尚呢，就是啥？告别式、丧礼，告别生命一个礼尚。世间唯一公平诶代志呢，就是安那。人拢会死，这个世间真侪代志无公平，有的人出世好业，有的人出世善车，有的人出世会到水过烟头，有的人就安尼戆肚肚，脑筋减一条，这唯一公平就讲，不管你偌敖偌厉害，拢会死。有王永庆偌敖，这毋是讲我死啊，这个苹果的这个贾博士，嘛是足厉害啊，对吧？嘛是讲我死啊，所以讲这是足公平的代志啦，所以。铁人定来讲一句话，讲活着是偶然啦，若死是必然啦，所以在座各位你死定啦，好，咱台湾人拢相信啦，讲迄个生命轮回啦，所以一个人过身去哦，咱讲过身换过一个身体嘛，你物件用了袂用，你就爱换对无？电脑用甲伤过烂，无法度开机啊，佫定宕机，咱就要换一个电脑啊。人的身体呢？用到不堪使用是要安怎？嘛是共款啊，爱换一个新的身体啊，叫过身嘛，叫往生啦，前往另外一段生命重新开始，叫往生。咱台湾人的丧礼历史是安尼，人还未过往以前就一定爱倒去厝诶，一定爱伫厝诶长开啦，这个寿终正寝。长开了后，就拜骹尾饭、烧骹尾纸，然后报外祖，就是讲通知迄个娘家阿嬷过身，爱通知舅公啊。若即个老爸过身，爱通知叔公、伯公，然后呢，爱迎外祖，就逐个跪遐顶请伊转来创验尸啦、验尸过来呢，即个靠路头，就是讲迄个出家草仔囝转来厝诶奔丧，叫靠路头。煞咧呢，爱酒灵酒灵各位毋知捌听过无？讲后面迄个尸体袂使互迄个猫仔跳过啦，猫仔若跳过尸体，会变做啥？僵尸会活去。这毋知真诶假吼，我嘛足好奇诶，但是咱拢毋敢做实验咧，我拢毋敢做实验，所以嘛毋知真诶假安尼。好，这就是迄个丧礼这告别式诶时阵，先加祭先加祭了后呢，再个公祭最后呢要处理以前那个红灯，红灯这个西公呢摕这个布头摕一个钉伫棺木顶悬念咧细细念，一定当风解无，子孙代代受福禄，有无？有你爱讲有无？二定西风饼灯火，子孙代代发家伙，有无？有哦。风顶风圆圆，子孙代代出状元，有无？有哦。风顶风家家，子孙代代去卖田地，有无？有哦。我讲卖田地，你阁有无？卖田地你袂使阁讲有啊？会讲合田地。即摆拢嘛安尼。安尼，人讲啥，咱拢讲有安尼就对啦好啦，过来呢，过年过节啦，过年过节，这嘛是共款，民俗第二个范围，这个咱农业的这个年仔节其实拢啥，拢反映农业社会生产周期啦。所以你会当发现，所有的这个年仔节拢伫当时出现，拢伫农闲的时阵，若农忙的时阵呢，拢无节日，拢无节日，你若看觅，咱上届坐新明生日，上届假期上长，你当时伫迄落正月嘛。那是安那是正月，因为正月时阵呢，这个正月这个咱天气寒冷啦，无法度种植啦。
6月嘛无节日，你有注意到6月即嘛？6月啥人拢无节日，因为6月当咱就是爱挂条啊，爱挂条，所以拢无人无新年假生日啦，哦，挂条较重要，生日较重要，当然要挂条啊，生日送惯例对吧？嘿，好啊，所以配合两个生产周期。好，过来呢，咱要讲年的由来，这真重要吼。中国年的由来是讲一只年兽的故事啦。哦，讲这个年兽，你迄落啊，这个二九暝出来食人，但是伊惊红色，佮惊大声，所以咱就大春联放炮啊，讲要赶年兽，这是中国版的这个年兽的故事。哦，台湾版毋是哦嘿，各位下面是台湾版过年的由来，这吼。当然吼，今年一定要讲互你的学生听，讲互你的后生听。台湾年的由来是颠倒传说，讲台湾岛要沉啊啦。台湾岛现在要沉，讲吼这个这个红架岛顶迄烛台啦，咱叫灯桥烛台吼。徛喺红架岛顶吼，举一支蜡烛，佮动晃晃，佮烧烫烫。所以伊爱徛好，伊若徛无好，恁兜拄爱火烧厝。伊安尼功劳遮尔大，责任遮尔重，结果呢？台湾人咧拜拜，从来毋捌去拜着伊，伊心内非常的袂爽，吼。逐摆若拜拜，就看神明公妈伫遐食到欢喜个，伊举一支来就徛喺边仔啦，啥拢无通食，吼，足无欢喜。结果伊就去甲玉皇大帝告状，讲吼遐台湾人拢安尼罔阮背义，我功劳遮尔大，我遮尔辛苦，结果拜拜时拢无拜着我，所以足袂爽诶，吼。玉皇大帝呢？决定讲伫除夕跟暗时吼，要互台湾岛沉喺海底，吼，就毁灭台湾就对啦。既然台湾拢安尼无情无义吼，好啊，甲规矩啊，互伊沉喺海底啦。嘿，台湾人吼，知影这个代志了后呢，开始啊，哇，台湾要沉啊。那为着要避免连累众神，所以咱呢，伫12月20日迄天，咱就甲厝诶所有诶神明呢，拢甲送登去天庭。所以呢，12月20日，咱台湾民俗叫送神，送啥神？所有神明拢送上去啊！要死眼，家己死啦，毋通去连累众神啦嘿。所以神明拢甲送去天顶，叫做送神。那最后一暗，就是29暝，除夕跟暗时，家人共聚，吃最后的晚餐，叫做围炉。台湾都要沉嘛，所以呢，咱就围炉这个吃最后的晚餐，嘿。围完炉了后呢，家长开始伫遐分迄遗产，叫做啥？第二钱啦，嘿，都要死爱钱也无效啊，对无？嘿，就伫遐分第二钱，即分遗产的意思啦。最后一暝大家拢无咧困啦，伫遐创等死，即摆叫做啥？守岁，所以大家拢伫遐等台湾要沉喺海底啊，咱要即个再见拜拜啊，嘿，所以呢，这就是守岁由来过12点呢，哇！台湾竟然无沉呢？为虾米呢？因为玉皇大帝受到咱12月24，毋是甲所有神明拢送去天顶啊，受到这众神的劝说，台湾无沉喺海底，所以12月这过12点，家户放炮啊庆祝，吼！第二天小拄拢讲啥？恭喜嘛！恭喜什么代志？咱拢无死啊！台湾无沉啊，对。初二，查某囝转外家看爸爸妈妈是毋是还佫健在，就是爱做家初四，咱确认台湾袂沉啊，所以咱甲神明拢甲接倒转来，叫做接神。所以咱台湾的民俗初四接神，初五危机解除啊，恢复正常生活啊，叫做初五过开，初五过开。好，这是台湾的过年风俗，12月20送神送。中国是送灶神吼，咱台湾毋是哦，咱是众神哦嘿，所有神明总送，这无共哦嘿，完全无共。好，过来清屯，这念做清屯，对大鼎扫就对啦，大扫除来的。平时迄神明公妈啦、香炉拢袂使后袂叮当，我即工会使尔，即工吼已经神明上天顶啊，所以使摕落来清的就对啦。过来呢，这个12月呢，咱就开始筹备，即嘛叫年货啦嘿。这个年货其实咱拢有咱的用，拢有伊的代表意义。比如讲，咱会买糕啊，糕啊第一台湾民俗内底叫高升，高升，嘿。中国就毋是哦，中国是迄年糕，年年高升。咱台湾毋是，咱台湾糕啊叫步步高升，
过来食土豆，再食甲老，吼，所以食甜甜大趁钱，毋是生后生，你嘛学袂生后生，你要拄着人做咧80几岁阿嬷讲食甜甜，互你生后生，80几岁啊，毋通啦，大趁钱才对啦嘿。啊，食做在年年好啦嘿，正定这个春做哦，食做在年年好。啊，柑仔，大吉大利。啊，这柑仔吼，咱放喺红架刀顶，拢毋是放一粒，拢放偌济，拢放一堆，你有注意到？过年红架刀顶嘅柑仔拢放规堆嘅，叫做柑仔汤，是安怎呢？安尼代表好嘅代志，吉利嘅代志安怎？一大堆啦。你若放一粒出去外口，捡了5块，今年好运就有啊！哦，好啦，过来果类嘅，你看卖甜粿。甜粿叫做甜甜好过年，表示呐，逐年拢真好过，甜甜好过年啊，逐年种足好过哦。啊，中国毋是哦，中国叫年糕，年糕就是年年高升。咱台湾是甜甜好过年哦，发粿发财，菜头粿好彩头。啊，所以咧，即个物件咧叫饭春花，什么意思？米饭有春，啊，这吼正定即张咧是发粿。发粿代表发财嘛，发财阁有春啊，表示安怎？年年有余啦。这就是咱台湾版的年年有余啊。中国版的年年有余就是爱食鱼啊，叫年年有余嘛。哦，啊，咱台湾版的是安尼，米饭有春啊，发财阁有春啊，后这就是饭春花。阁出来呢，过年即天咱一个真重要的这个仪式咧，就是拜地基主。地基主是啥呢？地基主就是即个土地原来主人，叫做地基主来的。土地原来主人，吼叫地基主。啊，当初过台湾的时阵呢，你的祖先并无炸土地来呢，对无？啊，一箍溜流来到遮，啊，恁的土地倒位来啊？恁厝的倒位来？这过去就是侵占即个北部族的土地嘛，所以咱。伫过年时呢，爱对即个土地原来主人吼，爱表示感恩啦，嘿，感恩吼。所以呢，咱拜地基主的时阵吼，拢伫倒遐拜，拢伫灶骹，对无？灶骹，因为伊毋是神啦，若神明就爱伫客厅吼，嘿，伫神明桌遐拜，伊毋是神明，所以爱伫灶骹拜。啊，拜倒出去啊，拜倒入去哈？到底是拜倒出去，拜倒入去？有人知无？拜倒入啊？无毋对，往内底拜才对啊嘿。你若拜倒出去，变做拜好兄弟，所以是拜倒入去，吼，拜倒入去，因为伊是咱的厝头家啊，伊是咱的老房东啦嘿，所以拜地基主，吼，过来呢除夕祭祖，所谓大春联，啊，大春联，啊，春联有这对联，吼，吉祥的吉祥词，啊，而且吉祥字。啊，吉祥的字，哦，搞即个春甲福吼，颠倒搞，这叫春到福到，春到福到来。啊，满要去，满是要搭在倒位啊？米啊，米红啦，冰箱啦，拢会使，你毋通包，袂使包喺便所诶。嘿，好，啊，这英语的对联，你看 ，Happy New Year， 嘿，哦，啊，这吼创意春联啦。这是学生宿舍啦，考试不作弊，明年当学弟啦。你妹没人格不能不及格啦。啊，这啦，我爱的人名花有主，爱我的人惨不忍睹。哎，啊，这是创意春联哦。哎，好，所以咧，这个除夕咱台语吼，咱除夕咱台语叫啥？叫二九暝啊，二九暝。哦，啊，咱叫做围炉，毋是叫毋是叫年夜饭咯，嘿，年夜饭是中国讲诶，年夜饭，咱无讲即个讲，咱拢讲围炉啦，嘿，围炉，嘿，啊，啥物叫围炉？因为较早拢是安尼，围着即个炉啊，你看，啊，一个火锅啦，啊，顶悬内底放火炭，愈烧愈旺啦，啊，毋知有倒一个，你有人伫个即个灶骹佫放一个火炉诶，有无？红火炉，有，嘿，迄是上界传统诶，顶悬一个炉。啊，下面佫放一个炉，啊，逐个吼围着即个炉，叫做围炉啊。啊，内底放火炭嘛，才会愈烧愈旺啦，嘿，愈烧愈旺。吼，好，啊，食过年是爱食长年菜，再长岁寿，吼，啊，所以呢，
即个第二钱，第二钱哦，较早叫做压岁，对吧？安怎写？鬼鬼祟祟祟，表示安怎？压制邪祟，本来意思是安尼哦。即个即马真侪人毋知叫第二钱，即马拢叫红包，迄毋是叫红包，红包是若好人结婚啦、入厝啦啥，咱再包红包。即过年特殊诶呢，叫做第二钱来。本来叫压岁钱，压制邪祟。所以以前诶即个第二钱呢，放咧枕头骹。老师，我有一个问题。要讲。你安尼是就是敢若甲你头讲中国的过年的是过干年兽嘛，台湾那是讲顶斗的传说嘛。那这个第二钱其实若讲是压岁钱，是毋是较我中国迄边的？对啊。艺术过来。对，这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民俗啊，无毋对，嘿，来，以前放咧枕头骹压制邪祟，即马放咧裤底啊，它的由来不重要，它的金额比较重要，嘿。好，过来呢，你有看觅？过年迄天吼，咱逐个拢安啊。各位捌听过即个讲法无？你迄个过年迄天若愈晚困哦，老爸老母会愈长岁寿啦。即个越晚睡，爸爸妈妈越长寿。过年是过去拢怎？拢咧跋筊嘛。跋筊跋到3更半暝，恁母若叫你困，你讲你干要踮伊，拢是为着你。若毋是为着你，免跋到遮晚。嘿，安尼，跋愈晚愈有效就对啦。所以。过年跋筊是孝道的表现，安尼好。那初一的是呢，抢头香。抢头香有什么好处？迄12点是门一拍开，一群人冲入去，讲要抢头香。第一个插香叫抢头香，抢到头香呢，神明优先甲你保庇。所以初一出门时呢，咱会选择吉祥的这个时辰甲方位，所以农民历顶文拢有写，你有看觅？大利东西，不利南方，对无？所以讲，即个第一届出门，初一第一遍过年第一遍出门，你就爱选择啥？东西方，袂使选择南方，嘿。所以你若讲中华若要去迄落婚林吼，你就袂使行往婚林去，因为婚林是属于南方嘛，所以你就爱往东或往西，所以你上好是安尼吼，先往去。你去中华，我先去台北则西宜兰花莲台东，然后则西过迄落屏东，则西来高雄，嘉义真久了后，你就会到即个婚礼嘛，爱西路就对啦，过来呢，过年时呢，咱较早我会记课本内底拢写穿新衣戴新帽啦，去叔叔伯伯遮拜年，无啦，咱台湾无迄个风俗啦，迄人带囡仔去恁兜拜年，就是表示去讨红包啦。咱台湾人无遐大迷信，咱拢去倒，咱拢去行村，愈行愈村啦。去倒行，拢去庙诶嘛，对，拢去庙行村嘛。愈行愈村啦，即个咱初一咧。初二查某囝转外家创啥？做业务简报，你虽然已经嫁养真久啊，但是爸爸妈妈永远拢关心你，所以呢，你逐年拢爱转去哦，当你讲报告讲你旧年过了好啊无好啦，囡仔有乖无啦，迄落翁婿事业有顺无？即互老爸老母了解你的情况啦，你若连续3年无转去，叫做陪祖，陪祖什么意思？你永远袂使搁转来，你连续3年无转来看老爸老母，你心内可能已经无这个家啊，心里没有这个家，那就归去啊，划清界限啦，叫做陪祖。好，过来咧，初三、初一场、初二场、初三鸟鼠也带新娘。咱台湾的鸟鼠是初三带某，中国鸟鼠无共诶，中国鸟鼠17、18耗子成家，17、18耗子成家。所以咱台湾的鸟鼠早婚2个礼拜，安尼。好，所以呢，初4接神，初5过开，初6养肥，养肥表示挑水肥嘛，养肥要创啊？压菜啊，表示恢复正常生活啦，劳动生活，这就是咱过年风俗。过年内底有真侪禁忌，什么歹听话袂使讲，这个无好代志袂使做啦。有其中一个可能各位可能捌听过，毋捌听过，讲袂使煎粿，你捌听过无？过年袂使煎粿哦，有哦。煎粿安怎？会散车。对啊，因为粿煎了会变车，所以阮厝甲即摆佫共款诶，初5以后再煎粿。
嘿，啊，讲迄袂使煎过煎会变赤，会散赤啦嘿。啊，过来咧袂使扫涂骹，袂使倒粪扫。听讲会甲财富拢扫掉，迄真诶计毋知啦。但是重要是啥？互家庭主妇嘛上休困嘛，就是安尼啦。哦，好，所以这面相是有道理诶。好，过来元宵节，元宵节是结合佛教甲道教两个宗教诶这个节日。元宵节这个主角的花灯嘛，灯代表啥？第一个代表添光明，所以咧，咱过年拢会去庙添，拢会去点光明灯嘛，对无？啊，所以灯第二个意义叫添灯啦，嘿，添灯，吼。所以咧，有即个庙诶吼，伫咧即个元宵节时，拢会吊即个花灯，吼。啊，有新诶查某人，有迄个查某人结婚诶啦，结婚诶查某人拢会去遐。灯的下骹吼，踅来踅去，踅来踅去，叫软灯骹生 LP， 嘿，软灯骹再生 LP， 所以若还未结婚呢，老师，头拄你有写着讲元宵节是咱台湾的情人节，我是看毋对，对，啊，因为拢一直掠做是七夕，结果毋是。七夕是儿童节啊。啊？七夕咱做16岁拜床母啊，拜七彩娘妈，迄儿童节啊。哦。啊，所以咱台湾为什么元宵节是咱的情人节？因为老师迄张无讲，你直接交给。好，安尼袂要紧，我讲，小等后壁会讲着，嘿，你后壁，哦，多谢。后壁来，有新查某人爱去软灯骹再生 LP， 吼，所以未结婚你毋知后壁喏，嘿，若迄落未嫁翁要创啊？元宵节要创啥？嫁袂出去啦，毋是未嫁翁，你着爱啦，爱去头挽仓再嫁好翁。头挽菜嫁好婿，头挽照准算哦嘿。你若去市场买无效哦嘿，爱头挽仓嫁好翁，未娶某的即个查甫的咧，即工安怎啊？跳菜鼓，菜鼓就是即你看一年一年嘛，跳过来跳过去啊，叫跳菜鼓娶好某。你茫跳无过，跳无过你会娶无某嘿。好，所以呢，即个安排是有道理。元宵节迄暗吼，若嫁翁的吼，就带囡仔啦，翁婿啦去庙口看花灯嘛。嫁袂出去去头挽仓，伫倒挽？伫菜园啊。查甫去跳菜鼓，伫倒跳？嘛菜园啊。菜园啊。对啊，所以因两个就伫遐相拄啊，对无？所以即个安排是有道理的啊。而且上介重要啥？天色昏暗，视线不良啦，嘿，同样掩饰真实面目啦，嘿，安尼。好，这是这个元宵，过来元宵过来一个真重要的民俗，猜灯谜，约定谜，台语叫射灯虎，来，咱用看卖，各位开始。高雄。阿兄拍小弟叫高雄哦，个有够雄的啦，叫高雄啦。出山拄着落大雨，倒位？下电吼，出山拄着落大雨，叫台南，要台是叫河南着，台南。过来新娘要嫁无洗身躯，嫁仙。嫁仙。人拢嫁嫁妆，伊无洗身躯嫁仙。自来水厂开花，新北市第号名。自来水厂开花要讨论啥物代志？淡水。淡水啊，淡水的代志吼。阿兄无头路，新北市的第号名。莺歌。莺歌，哥哥莺莺无代志做，叫莺歌，莺莺的哥哥，歹看面的呢。民雄。民雄啦，迄面足歹看，民雄。过来阿嬷讨客兄。公馆。公馆，阿公会甲管。公馆，黄中重字，彰化人，写了倒位？写了什么所在？车头，车头，好，这是约定谜，好，过来元宵节乞龟，这庙口拢有，这只龟5斤，恁明年要行10斤。即只龟500斤，明年要行1000斤，叫乞龟，甲神明借龟当食平安，无人敢无行哦，无行你后盖你的信用会破产，你知吼？你甲神明借一只龟无行，
后盖你要共借是无人敢借你，我你讲哦。好，过来，咱都讲到元宵是台湾的情人节，这传统的情人节就是元宵，所以习俗内底咧讲到元宵节，你看卖。去年元月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嘛。过来，辛弃疾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哪里？”灯火阑珊处。对啊，这拢是讲元宵的习俗啊，对吧？所以情人节是元宵，毋是即色个嘿，戏剧内底嘛是共款元宵节。所以讲呢，即个爱抛绣球相亲，抛绣球相亲，若有人需要，咱明年再办一个办一个抛绣球。当然有真侪查某囡仔，迄绣球一抛大家走甲无路去啦嘿。所以咱会伫绣球内底甲包一个铅球，安尼，你则甲讲个负呢，你走你就走无路，你讲，咱内底先来包铅球，好，过来呢，元宵节各地呢拢有一寡民俗。比如讲，宾客放天灯，天灯本来是啥？本来是迄个互相报平安。你倒来即个钟头，我倒来后一个钟头，咱约好暗时8点同齐放一个天灯，互相报平安。若你遮放天灯，我迄边一直拢无放，表示安怎？出代志啊！安尼，所以报平安用的。也你有前港，前港是安那？即民众将即个新桥跳落去水底，是安那？跳落水底有啥？有水鬼呢，水鬼会掠交替啊，所以呢，这人这个江新桥跳落水底要甲迄水鬼赶走安尼啦，咱出入才平安树林内台北地区的早土地公，你看用炮安尼个炸，愈炸愈旺，愈炸愈旺。苗栗甲后人拢是一个射炮声，一个炸龙崩龙就对啦。同款意思啦，愈早愈旺啦，这当时啦叫新丁版新丁版，新丁的意思就是恁厝的有年老生后生你来做这粿来分互迄个厝边隔壁，恁老生后生甲我无关系我甲我拢无关系，但是阮恁分一块粿互我食咱就有关系，就开始有关系啊，对无？后盖爱多多照顾，对无？好即嘛男女平等，所以即嘛有千金版新丁版你看嘛有千金版版的意思你客话就是粿啊，就是好多人讲粿。好，这德山姊安讲借发财金，我即嘛要来越南做要开工厂啦，我需要3000万的资金，当然袂使借3000万，上济咧借600箍，我甲土地公借600箍，放咧我的3000万的资金内底，安尼土地公甲我什么关系啊？伊变做我的股东咧，既然是我的股东，一定会大家斗保庇嘛，所以呢，这个股东，变做我的股东，这个明年万一无趁钱，嘛爱还无趁钱爱还1000字，借600还1000字，若有趁钱，迄都毋是都毋是1000字尔，即马看到上悬的记录是借600箍还294万，因为我若有趁钱，爱互土地公分红啊，对无？安尼伊毋使继续甲我保庇，这借发财金来，过来呢，咸水芳仔炮，这是因为这个1885年科雷拉霍乱事件，民众毋知要安怎，所以请关圣帝君出巡，神明出巡咱拢会伫门口摆香碗，神明过时咱会烧香放炮，炮仔内底有硝酸硫磺，爆炸产生高温，有杀菌消毒作用。瘟疫就平息了，所以呢，就是安尼，这是咸水芳仔炮，台东炸邯郸，做邯郸遐人，这个徛喺神桥顶悬，民众用炮安尼甲崩，会听无？毋是会听，是听甲要靠背，你看卖，足听的呢。所以你看卖，迄炮啊，毋是一罐的。做邯郸夜是安尼要互安尼炸，即种邯郸夜。你看邯郸夜安尼规身躯车龙车凤，因平时咧创啥
做兄弟嘛，做祖仔头嘛，对无？讨笑嘛，因会惊报应啊，袂啊？会哦，足惊诶，所以即个行为叫赎罪。啊，走完了后会阁会改过自新啊？袂呢？明年再阁走一摆，继续做祖仔头安尼吼。好，这是邯郸爷。过来这客家客家诶天穿日啊，伊是迄个女娲补天诶故事来的。好，过来清明节，清明扫墓时间诶，每一个族群拢无共。客家人上早，客人是即个元宵了清明以前，漳州人是古清明，农历3月初3，泉州人是国历4月初5，吼，现代人周休2日。啊，你属于倒一个族群啊？应该拢现代人吼，嘿。啊，咱就要问讲啥啊？无共诶族群扫墓诶时间错开，啥爱错开？惊啥？开车。避免踏车是无？我咧讲吼，毋是惊踏车嘿，惊械斗。冤家相拍，你无较早咱江泉病啦，还是讲闽客啦，即拍较少严重诶。你若无甲迄个扫墓诶时间甲错开，拢共一工，嘿，迄无共诶族群，你墓仔埔现拄现拍，拍好顺煞大。所以吼，一定要错开成安尼。好。那地座什么意思？替咱的祖先修补房屋来的。过去咱的厝嘿，拢是什么茅草啦、下边啦，爱漏水嘛，所以当年拢爱换。所以地座的意思，替咱的祖先吼修补房屋来屋顶。啊，木纸什么色？黄色还是五色？来，咱来看卖。恁厝的迄木纸吼，你背往是地纸若地黄色是表示呢漳州人，吼。啊，若地即种五色纸，即就表示泉州的啦，哦，所以你地纸你就知影即个倒一个族群，哦，啊，若客家是安尼，客家就顶悬缀一个红纸，哦，啊，咱台湾足侪人是客家人，家己毋知，哦，伊的即个客家的墓牌真简单，哦，即个顶悬缀一个红纸，过来呢，你看你的迄个祖先的祖籍顶悬写啥？然后饶平啊、蕉林啊，即就是，哦，啊，过来呢。迄个顶悬写第几世啦，第几世就对啊。你看觅第几世，迄就是啊。吼，啊，过来咧，即个查某诶吼，若客家人吼，拢会写孺人，吼啊，河洛人毋是河洛人写夫人嘛，陈虎林太夫人对无？啊，若会写孺人就客家人啦，哦，所以当你家己墓牌看看诶，凡是你会发现讲家己是客人，啊，而且是傲客，哦，因为已经完全用同化吼。安尼好，过来呢，背完了后呢，咱就甲压卵吼，压卵来啊，八壳等咧墓仔顶悬，代表脱壳啦，吼，脱壳。过来，中南部地区呢，伫即个清明节即天，咱就食轮饼，吼，食轮饼这是甲古早时代寒食节有咧，哦，介之推的故事嘛。啊，因为吼，即个袂使起火，所以呢会食轮饼，吼。过来5日节。5日节，咱咧课本内底较讲拢讲到起源，讲为了要纪念起源嘛吼。其实5日节甲起源、8元拢无关系来的，完全无关系吼。那5日节其实是驱除瘟疫的日子啦，吼。咱台湾俗语安尼讲啦，讲未食5日节粽吼，破油也毋敢放；啊未食5日节粽进前吼，你破油毋敢放诶，因为5日节了后呢，才开始进入热天吼。热天要来啊，咱要安怎？热天要来吼，就是啊，蚊仔虫啊开始啊，所以你会当发现讲吼，即个真侪传染病拢当时发生诶，拢热天，吼，拢是热天啊。即个热天吼，才有即个蚊仔虫，寒天无嘛，对无？即个热天来啊，蚊仔虫啊侪啊。所以你看，咱过去咱台湾上严重诶，马拉米亚啥疟疾，吼，过来登革热，咱叫天高热啦，脑膜炎啦，即拢是病媒蚊所引起诶嘛，吼，安尼。所以各位知影吼，咱台湾历史上上严重诶就是疟疾，郑成功来台湾无到1年就死啊，是安怎？去互放电死诶嘛。乙未战争吼，日本兵吼死4600几个人。啊，其中只有300几个人是安那是战死的，
其他4300个是安怎死的？去互网电死的啦。所以谁是抗日英雄？网啊，抗日英雄是网啊。好啊，这咱会伫迄个门顶悬插迄个墙啊。各位，恁遐插的是啥物物件？因为咱全台湾插的物件拢无共，有的是青啊、杏甲香芋、香茅，有的是插菇蓉甲即个麦草。台南插啥物物件会当上山来讲一下无？台南的，有听到我的声无？有吼，所以台南毋知啊。麦草啊，麦草。插兄，还有插情，插兄身体较勇行，插情插兄身体较勇行，插灵身体较勇灵。对，无对。香芋有无？香茅。有迄个胡麻草，胡麻草大多数阮大家甲我讲，迄胡麻草爱迄个算讲爱过迄个迄个水遐，甲放个，互囡仔洗身躯。对，无毋对。其实这是要创啊，其实这拢是伊的作用，就是驱蚊啦。是安尼咧，因为咱甲这物件插喺倒个，拢插喺门口嘛，对无？插喺门口蚊才袂飞入门啦。厝诶人才袂着疟疾啦、登革热啦。其实这个防蚊嘛，你有看吗？就是安尼，拢插喺门口啊，安尼蚊才袂飞恁兜啊，就是安尼。所以咧，咱会放迄个香包啦。香包过去的香包是内底放啥？放雄黄甲迄个麦草，迄味拢足重诶。你即个物件放咧即个物件放咧内底，放咧身躯，蚊就毋敢挖。所以共款为了防蚊，所以结论就是5日节，就是为了，毋是为了驱蚊，不是为了驱蚊啦，甲驱蚊完全无关系完全无关系。好，5日节咧，咱讲爱白肉粽，白肉粽古早时代叫饺酥，因为有鳞有角，内底是用啥做？用薯米做的，所以叫饺酥这毋是白肉粽，其实就古早时代便当嘛，出外是炸便当嘛，到尾安尼牵拖去驱蚊，讲啥驱蚊跳汨罗江，咱白肉粽要等咧遐叫鱼仔莫食屈原的尸体，无迄落代志啊，凊彩讲诶，倒一个伟大人巧伊，恁会去甲会食你的物件等咧水底，哪有可能？这完全无共，无可能。到尾是安那牵拖去驱蚊啊？其实就是安尼嘛，驱蚊伊的行为上符合着统治者的需要嘛。我若做皇帝做了无好，恁嘛袂使甲我推翻咯嘿。你若真正看袂落，你就去跳汨罗江，无一定跳汨罗江啦嘿。大溪湾也无坎挂啦嘿，淡水河嘛无坎挂，你要跳随时通去啦嘿。所以这个5日节这甲起源完全无关啦嘿。来，先来白龙船，因为龙从云，虎从风嘛。龙咧代表云甲雨，热天你有看觅？热天热到要死啦，毋着拢毋落雨啦。若要落雨，逐届落雨拢好雨存在，各位有注意到无？热天若落雨就毋着风台大水啦，无就是好雨啦，拢淹大水啦。所以呢，白龙船因为龙甲云甲雨有关系，所以呢，其实就是热天要到啊，要祈求风调雨顺，所以甲起源嘛无关系嘿。这是白龙船啉雄黄酒、雄黄酒无啦，咱台湾哪有伫啉雄黄酒？敢有人伫啉过年迄个5日节，敢啉雄黄酒无啦？这个啉雄黄酒可能露出原形。咱台湾毋是啉雄黄酒，咱啉啥？五溪水嘛，五溪水，正中昼摕落来水叫五溪水。过来徛卵有无？咱会徛卵这个5日节时阵12点，迄卵徛起来。过来咧，7夕是台湾的儿童节嘿，咱迄天创拜床母，尾仔嘛拜七彩牛嘛，这个摆的物件较特殊，麻油鸡酒，油饭，摆的时间上短，3支香插落了，马上所有贡品来撤除，是安怎？因为床母爱专心照顾囡仔，袂使开伤济时间去食物件，
过来做16个月，咱讲过这是台湾的成年礼嘛，哦，做16个月。过来呢，这个中元节点，即马马上要到啊，过2礼拜就到中元节7月，农历7月呢，咱讲几月嘛，哦，阴时地府这道路讲好兄弟拢会转来到人间，敢真呢？还是我嘛毋知，哦，迄7月农历7月呢，咱吼袂使做一寡重大决定，买厝啦、买车啦、开幕啦，什么货拢袂使伫7月，因为几月嘛，哦，几月呢嘛袂使做啥危险的行为活动，袂使爬山耍水，袂使夜游飙车，咱呢想讲这敢真正个，这敢真呢？哦，咱用科学的解说，这个农历7月天气上热，咱吼会心浮气躁啦，所以这个时阵你先莫做重大决策。咱拄仔讲的结婚啦、搬厝啦、开幕啦，这拢是重大的决策嘛。咱伫咧这个心浮气躁时吼，先莫做这个重大决策。袂使去啥爬山，袂使耍水、夜游啥啊？你冬天敢袂去耍水？冬天去耍水，当然变鸡仔兵。所以只有热天吼，咱会从事一寡危险的动作、行动啦、会行为。所以就是甲你讲吼，你要注意安全嘛，就是注意安全啦安尼。所以想个有道理啊。好，过来讲到7月，农历7月是几月？即个问题是安尼，鬼敢有存在？大家有人看过鬼无？毋知吼。鬼敢有存在？毋知，但是全世界拢有鬼的传说呢。咱台湾的鬼是上有特色的。台湾的鬼呢有啥物特色？咱来看觅台湾鬼到底有啥物特色？台湾的鬼第一个拢是夜行性动物，所以你暗时走出来你日时无咧出门的。第二，拢穿白衫，你有注意到咱台湾？你若听到鬼故事，拢讲穿白衫，规身躯拢穿白衫，所以咱台湾的鬼有穿制服穿制服白色套装拢披头散发，对吧？所以咧，安怎行咯？台湾的鬼安怎行咯？用飘的，所以咱叫做阿飘嘛，咱叫做阿飘所以你若伫路拄着鬼，伊毋是即个装扮伊跳就叫伊转去。台湾的鬼毋是安尼行，台湾的鬼是用飘的，毋是用跳的。这叫啥？造鬼运动。造鬼运动就讲每一个族群，伊对鬼的想象无共透过共同的想象来制作这个鬼这个造鬼运动。这中国鬼中国鬼生做形。这日本鬼，这西洋鬼西洋鬼对吧？穿乌衫，佮挂一个披风，刷咧呢，两腿出去尖尖，刷咧佮摕一个吸管，安尼。咱台湾的鬼无咧吸血台湾的鬼无受贿啦好。台湾的鬼出场诶，嘛有一个固定的 SOP 的流程。台湾的鬼出来以前，乌云散雾，所以阴风惨惨，所以电压不稳，所以狗爱吹狗雷，所以鬼隆重登场。所以呢，这是鬼出来 SOP 流程。所以各位若你路拄着鬼，他没有按照以上流程，你就叫伊回去重来。叫伊回去重来，安尼。好，所以台湾鬼，台湾现在遮尔侪鬼，这甲台湾的开发术有关系。因为登山过台湾，心肝结鬼丸，真侪人伫乌水沟就死伫乌水沟，无法度来到台湾。所以呢，咱农历7月是有一个民俗真重要，叫放水灯。放水灯就是招引水中的孤魂野鬼过来到台湾了后，你会拄着原住民的抗争，这个对汉人来讲叫开发嘛，对原住民来讲就是侵略嘛，所以伊会甲你拼。过来3年一小乱，5年一大乱，阿母王子一贵，林松文事件、地条村事件，这拢是民变。过来漳州人、泉州人叫江专兵，客家人甲福佬人、河洛人，这叫做闽粤械斗，过来呢。天灾、风台、大水、地动，过来瘟疫就多啦，所以呢，这个台湾俗语讲3老6死一回头，10个人来到台湾，只有3个会当存活，6个死啊，一个登去登山。所以台湾就遮尔侪鬼，然后7月拜甲遮尔普遍是因为安尼，
那中原普渡嘛是共款，是佛教加道教两个节日的联合哦。啊，过去呢普渡是安尼，逐工拢有哦嘿，毋是迄落，毋是固定的哦嘿，是每一工呢拢有一个所在普渡。安尼老大讲好兄弟走，我都逐工拢食着人间的迄个福塞嘛。啊，所以咧政府因为伫安尼认为讲，逐工拢咧拜拜请人客吼，真正浪费。所以1952年了后呢，才规定啊，统一伫7月15号啊。啊，过来呢，普渡有分做公普、私普。公普就庙会办的，庙会办普渡，啊，信徒呢摕迄个遮物件去庙口，啊，公普的时阵呢，拢会先放水灯。要普渡进前爱先放水灯，啊，邀请水中的孤魂野鬼，啊，路上的孤魂野鬼呢叫啥？徛灯篙，哦，灯篙你看，顶甲顶悬吊一个灯，一笑灯篙3里贵，2笑就6里。灯篙踩愈悬，你普渡的规模就会愈大，安尼吼。啊，若无会得到嘿，哦。好，这就是要互孤魂野鬼的邀请函啦，放水灯、徛灯篙。过来呢，有高一寡翰林院、同归所，这是啥货？这就是讲要这老大讲好兄弟临时的收容所。过来看生用生理所做的，看到就是用捏面人。哦，这老大讲好兄弟，不只有通食，还有通观赏。啊，这就是咱民间的公益站哦嘿，公益站。过来大师爷，这什么意思？生做无介好看吼，嘿，大师爷呢，就是鬼王以鬼治鬼。因为咱接受咱的普渡拢是啥？拢是一寡孤魂野鬼，因为趁这个机会吼，孤魂野鬼等于是恶道的嘛。因为趁这个机会伫遮吼，这个扰乱，所以呢，咱有一个鬼王吼来甲压制。啊，所以这个大师爷最后要安怎？普渡煞要安怎处理？袂使留喺厝诶咧，啊，甲烧掉。哦，鬼王嘛是鬼啊。哦，过来是师傅，师傅呀，伫咱厝诶门口啊拜。谁来伫门口啊？谁来无入去内底较凉？袂使互鬼入去啊！你袂使请鬼入厝内啦。哦，好啊，这吼普渡是较特殊诶祭品，你看面汤水嘛。哦。啊，过来呢，每一个祭品顶悬呢，拢会插一支旗仔，插一支旗仔意思就是讲，即摊谁买单的啦嘿。啊无老大讲好，你食完了，当这毋着上车伊也毋知啊，要保庇啥伊也毋知，所以呢，爱有这个插一支旗仔，表示讲即摊是我买单的哦嘿。过来所有祭品内底一定有这个物件，姜甲盐，姜甲盐代表山珍海味，山珍海味。哦，啊过来呢，硬菜水，哦。硬菜呢，空心菜表示无心留客，所以呢，每这个祭品内底一定要有这三项物件就对啦。代表山珍海味，我拢甲你传好啊。代表讲食好，请恁这老大讲话啊，你食好了爱安怎？请你紧离开啦，嘿，是这个意思。哦，好，那即马中元节顶国家指定的是啥？哦，家人中元节。哦，中元节呢，这个国家指定，因为伊起源是安尼，一般5一年将转变啊，敢若双方和解啦嘿，要用国势来轮，吼，袂使佫继续拍落去，要安怎？啊，要比吼，来比阵头，莫比拳头，哦，比阵头吼，大家拢有好看，哦，啊若比拳头拍死人，哦，所以呢，要比来比阵头，啊，所以国势呢开始轮，哦，这个上届高调就是6月14。歹势是7月14，毋是6月14哦。7月14暗时放水灯，哈，放水灯，哈，咱拄仔讲过，啊，这招引海中的孤魂野鬼。啊，家人中元节伊特殊的祭品，你有看觅？麻油鸡酒，麻油鸡酒是咧拜啥？咧拜迄个用的生产吼，生囝了难产过往的，这姊妹盘啦，吼，安尼，哦，所以这是麻油鸡酒，哦，拜那些难产死亡的。好，过来你有看觅哦？这个中元节顶，家人中元节伊啦拜啥？拜披萨。你看正面遐，有看到红酒无？有看到法国面包无？啊，这个拜啥？拜外国贵嘛？这个上早占领代迄个家人是西班牙人啊，到尾佫有荷兰人，啊，过来侵华战争，侵华战争伫倒位发生诶？家人啊。所以有一寡
家人吼，这就是啊，这家人迄个化国公墓啦嘿，这是拜咧西洋祭品，啊，过来呢，这是拜寿司、拜沙西米、甲味噌汤，这要拜啥？拜日本人，拜日本鬼的。日本统治台湾50年啊，嘛有真侪日本人只只过往啊，所以呢，共款你看，中原普渡是同齐家己普渡，安尼你看台湾人偌有爱心，吼，啊，这是迄个闽南台南叫囡仔谱，囡仔谱什么意思？拜遐夭折来不及长大遐个囡仔，哦，你看觅，所以这贡品会放喺涂骹，谁来放喺涂骹啊？用这囡仔吼惊因，放喺桌顶摕袂着啦，所以拢听。哦，因可能遐阴灵哦会用白嘛，嘿安尼，哦，所以你看台湾人是毋是足周全？哦，啊最后哦，普渡结束了一定爱安尼，叫做送孤，送孤伊什么意思？送走孤魂野鬼，啊送来送，将开哦，你毋通你去送，你去送就厕所叫带走，吼，哦，请将开，跳将开送孤，送走孤魂野鬼，后壁你有看到五支旗啊？那有迄个青色的、黄色的、红色的，这代表啥？这是代表五爷兵将、有银兵将来的，表示呢，跳将开送孤，要送你离开，你若毋离开呢，后壁战报部队拢出来啊，战报部队，这就五爷兵将，哦，安尼。好，那唱歌了后呢，迄个上尾一天几月上尾一天吼，7月上尾一天一定爱呢，拢是迄个爱唱歌。较早唱歌毋是歌台。毋是歌迄个头城甲恒春啦，全台湾各地拢有。唱歌什么意思？强制驱离。唱什么意思？唱就是强制的意思嘛。歌什么意思？孤魂野鬼啊！啊，号歌什么意思哈？号歌就是形容讲你像孤魂野鬼啊，你个吃相难看嘛，对吧？你遐食物件，敢若像迄个孤魂野鬼安尼唱嘛，叫号歌嘛，嘿。好，啊，那即马唱歌村恒春啦，甲即头城。哦，所以抢孤的意思，强制驱离而已。好，对吧？到尾想要禁掉，有危险嘛？顶悬拢铺迄个牛油啊，哦，啊若爬无去就死啊，吼。啊，中原普渡上较重要是啥？悲天悯人嘛，有贵无重要啦嘿。有真侪咱台湾的先民哦，不管你漳州人、泉州人、外省人、外国人，哦，只要为这片土地牺牲性命，咱拢应该感谢来，感恩，哦，心存感恩，哦。好，过来个甲中秋。中秋上出名的故事就嫦娥奔月嘛。啊，过去中秋节爱食啥？食月饼、食油啊、食麻糍。啊，即马麻糍敢若无啊吼？其实嘛有，即马麻糍拢包喺月饼内底。哦，所以嘛是有食着这3项。好，中秋节咱台湾拜啥？拜土地公，毋是拜月娘嘿，咱无拜月娘，拜土地公。哦，土地公。所以伫田地安插这叫土地公拐，毋知有人捌看过无？即要互土地公的拐啊，因为年纪大啦。哦，所以咧，土地公怪新的民俗叫做烤肉，烤肉，这是1980年才开始的，谁讲发明的？阮家乡发明的，好，过来当祭呢，因为当祭吼，迄天吼太阳直射南回归线，哦，这当祭了后呢，阳气回升，所以叫做冬至一阳生是安尼。啊，咱过去咱的观念，天圆地方嘛。啊，天是阳，天是圆，所以咱用圆啊来代表要迎接阳气回升是安尼。哦，过来每个农历12月16最后一天，青衣人每一个月初20人拢做艺，哦，伫门口拜头路讲好兄弟，啊，最后一个做艺叫买艺啦嘿。啊，迄天吼要决定讲，即个员工咱要搁用后摆搁用，所以呢，用鸡头对向迄个要甲开皮迄个员工，我用鸡头甲你对，表示你免来啊。那各位，你有想过谁用鸡头？谁要用猪头啊？鸡什么意思？鸡？登去厝诶，伊是鸡多余啦。你只能鸡出来，你是鸡出来，所以用鸡头咧。啊，用猪头袂使，猪头迄伤过大咧，对咧规排拢免来，哦，安尼用鸡头好。所以咱台湾俗语安尼讲，食尾鸡面悠悠，啊若食头鸡就脸喙秋啦，九成无忧的意思。哦，过来咧，咱时间的关系，咱做一个开头就结束吼。这个宗教信仰是非常重要的。啥啦？因为咱台湾人吼，一般袂去找张老师啦，吼，啊嘛袂确定有生命线，啊，搁较袂去看什么心理医师，
哦，所以咱台湾人若心内有话、有艰苦、有不安的时候，咱有找神明，还是找上帝来讲话哦。你若嘛一世人慢慢去找个张老师啊，啊，逐工拢举起香，你啊细细念嘛，对无？有念无代志，无念就出代志哦。嘿，因为有念就发泄嘛，哦，发泄，哦，所以咧，信仰的意义，安慰人心来的，过来维护社会的正义。因为咱台湾人相信，台湾人相信人咧做，天咧看。你若相信，你就毋敢做歹代志啊啦。哦，啊，咱台湾人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毋是无报，是时候还未过。哦，啊，所以你若相信安尼吼，你就袂做歹代志啊。哦，啊，好人上天堂，歹人落地狱，你一定爱相信，一定爱相信。啊，若无好人甲歹人无什么差别。歹人最后会死，啊，好人咧。共款会死啊！安尼我创啥做好人？好人的限制伤过济嘛，袂使共怪，袂使共骗，袂使共骗，袂使安怎一大堆啦。我若立志做坏人啊，我无恶不作，我啥物代志拢会使做，我拢无受到限制。所以咱一定要相信天堂甲地狱哦，安尼啊。你若看到即个人，即个阿嬷是，你就知影神明爱存在，神明一定爱存在，因为伊心内话无人通讲，你知无？哦，你若看卖，求神拜佛拢是为了亲爱的家人。哦，所以呢，这个宗教会当互人啥信心甲希望。你信，不管你信妈祖啊，信王爷，信上帝，拢讲，伊袂互你心内票来的，伊袂互你心内票，但是伊会互你希望甲信心，啊，伊会互你希望甲信心。哦，啊，这妈祖遮尔重要是安那？因为伊代表是台湾人的妈妈，台湾人的妈妈，所以呢，妈祖最重要的。哦，安尼。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咱今仔日过来说无法度介绍，哦。啊，已经12点，啊，大家爱食饭吼。啊，毋知有人有问题要问的无？有啥物问题无？我想请问一个，迄是安怎拜盐甲拜姜是山珍海味？盐吼是伫海底出来，所以是海味嘛。啊，姜拢种在山顶，所以伊代表山珍。吼啊，盐甲姜的意思，表示讲甲我吼。有一寡物件准备了无齐全，啊，遮个吼代表山珍海味全部拢甲你准备安就对。哦，了解，多谢教授。好，啊若无问题的话，咱就甲即个即个麦克吼，交互即个主办单位。那个老师，老师，嘿，老师，我会使甲你讨你的 PDF。会使啊。啊。要哪互你？我搁有写我 email 互你。会使啊，好啊，我会甲迄落，用数据单啊，因为迄个图片的部分袂使，文字的部分拢无问题，文字拢我会，啊，图片无一定是我会，所以图片莫用，剩的拢会使用，在你用的，好无？我只是要上课用尔。好 ，OK， 无问题。我要安怎甲你联络？这个 PPT 咱要安怎摕着？要安怎起厝？迄个可能找我的助理，找助教，嘿，所以迄个你请咱请迄个咱基金会承办人吼来甲我的助理联络，安袂使，我再寄互因，好无？要安怎甲你的助理联络？咱基金会承办人，伊就知影我助理的电话啊。OK， 好。还有问题无？因为我是住伫美国，我毋知影要安怎和恁基金会联络。email 就好啊。基金会 email 方式，嘿，无啦。你即摆吼，甲欢喜你就是甲咱基金会联络吼，我的助理会甲迄个资料互基金会安尼，吼。好，谢谢你。来。老师，请问一下吼，因为你今仔讲的一寡既然是民俗，其实有一寡是爸母有甲我讲，啊有经验，啊若无即马其实敢若我毋知要去倒找有啥物资料，咱会当搁了解较侪。比如讲元宵节，我完全无想到伊是咱的情人节。是，这个过去吼，咱的迄个民俗吼，意向拢是安那，拢是用中国的啦。我
讲过年就是年兽嘛吼，啊，迄个端午节就是啉食什么迄个端午节要喝什么雄黄酒，这拢完全是中国的。啊，这个台湾的民俗呢，伫日本时代就开始有啊吼，有迄个台湾旧惯习俗与信仰吼。咱所有关系台湾的民俗上早拢日本时代起来，拢日本时代吼。啊，我个人嘛有写过迄个大庙埕，吼。大庙埕。嘿，大庙埕啊，佫有戏剧是戏棚骹，大庙埕戏棚骹，嘿，迄本可能像费用迄本伤老啊，袂使，迄本已经甲你病老，所以袂使。哦，我有大庙埕戏棚骹内底有讲着所有甲迄个咱台湾，拢全部拢台湾的嘿，就台湾的，或者个过年过节，还是其他即个民俗安尼。所以若有情况，啊是你可搜集我的网站嘛会使，顶悬你有一寡，诶，较少啦，有一寡资料，诶。好，多谢老师。诶。啊，佫有无？好，啊，若无咱就交互馆长。嘿。嗨，我像今仔日大家拢非常的有福气，会当安尼听到伫咱的网络上看到老师，啊，佫大家听，啊，有诶检测伫咱自细汉到怎啊，有听到是大人，还是有一寡经验，啊，但是实在讲是老师是规世人吼，安尼专心投入伫咱这台湾本土的文化啊，这民俗，我想是伊真正是用足侪精神。我感觉讲这差不多，逐家每一个台湾人啊，拢爱知影，甚至外国人啊，因若准备了解台湾，我想这是一定爱过伊即关吼。啊，所以我咧想讲，过后咱当然今仔日相信逐家拢感觉讲。足感谢，足丰富，啊，足亲的，啊，就是咱家己的物啊，啊，有去检测知影一丝啊，啊，今仔日是知影佫较济吼，啊，毋过吼，你看我80岁啊吼，嘛还佫感觉听甲足欢喜的吼，啊，但是我真正感觉所有的台湾人拢爱来上即个课，啊，大家今仔日是较福气，毋过我是希望讲，逐个人每一个台湾人拢爱知影。啊，愈知影是感觉着愈亲，啊，愈有物啊，啊，愈欢喜，啊，愈安尼足亲近的吼。所以我咧想讲吼，足侪可能阮会后会佫甲老师佫较侪联络。阮咧想讲足侪物啊，毋知会当怎甲搬来伫咱的园区的内面的一间吼，通来做一个民俗的即个介绍。我想这是足必要的吼，毋管是所有伊有上过课的人上好。啊，无上过课，真正抑佫足侪人无，啊，所以希望老师所有的作品会当逐个会当去买册，会当看。我嘛希望讲会得到老师的指导指挥，伫咱的园区内面，佫来做一寡的即个展览，互逐个人每一个人来，佫较侪人会受到即款的即个熏陶吼。我想讲今仔日逐个一定是感觉意犹未尽啦吼。你看到是有后壁遮尔侪人咧问，咧紧急讲要安怎去念着老师，要安怎摕着资料吼？即个关怀文教基金会一定会认真来做逐个人的连结。我嘛希望讲借着老师会当将咱足侪即个文化会当去探互所有的逐个人家己知影，爱晓要紧知影咱家己是台湾人吼，家己咱的民俗咱的故事即个原因。亲像老师讲过，咱有几无几毋知影吼，但是即个民俗的即个迄个意思定义，我感觉咱拢知影，逐个拢会晓讲民俗，但是佫袂晓像老师遮尔清楚、遮尔简单，就甲定义吼。我感觉，我相信其他逐个拢是上福气的吼。咱检测袂当占老师佫较侪时间，因为老师讲食饭时间到啊啦吼。咱爱先互老师。真休困，咱用足热烈的抱声，甲老师讲多谢，然后咱佫先用者吼，后壁我若爱佫继续佫来，安尼好毋好？热烈的抱声，甲老师讲。有即款的希望吼，我若会使甲咱关怀文教基金会联络，咱做逐个人的连结吼。我相信实在讲吼，念着吼。
就是强力胶爱念着啦，平平甲其他人吼爱念好较调咧，安尼咱着较好去，啊嘛较有硬硬吼，这个是足要紧诶。咱搁一遍，多谢咱诶老师，多谢。啊，但是一定要，我请你介绍其他人，较侪人来参加咱诶即个课程。我相信你绝对会感觉足满足，但是毋通暗度，爱报互搁较侪人知影，啊，大家做伙来参加。多谢大家，多谢。后礼拜四是咱诶陆教授吼，陆家平教授，陆家平教授是台语诶文笔甲腔口。后即个拜四，请大家会记哩，啊招上无阁招一个人。过来参加，你将你的福气，搁互其他人做伙来分享。多谢老师，多谢大家，多谢咱的大家，多谢，谢谢。谢谢。